位聽眾，歡迎人閣在對來收聽邊個福建的鬼的節目。這個禮拜，我能夠再對來講鬼的故事。這禮拜我介紹我特別嘉賓，這邊特別嘉賓就是到啲 Clubhouse 入邊嘅人是裝招晒。有，我飛機佢哋買晒，招晒。大家好，大家好。哎呀，他真係冇 echo， 特別想話做 echo 嘅是人 caster 佢別做人嘅聲 echo， 然後個男晒。大家好。有 echo ว่ะถ้าว่า try ว่ะเบแล้วก็ปะเบใส่ก็大家好。ก็拜清羅炳喎拜清是哪裡大家好。แล้วก็ปอยาเลง大家好。ก็เบเสียงบินก็ปอเกียมตีสองไอ้กูปอเกียมตีวันนี้人好無佢仲未講鬼嘅故事嘅特別嘉賓，你使舉手起來甲我講鬼嘅故事。佢有到啲 Google Meet 下邊嘅特別嘉賓，我哋都歡迎。是咪？喲，是咪？應該係可有阿涵 Hello， 大家好。可有大皮康 Hello， 我車啊，你幫我車掉啊，老金。baru kau ni ah. Oh, okay. Biar 我冇殺呢。免驚，冇個殺呢。然後 OK， 這禮拜咧嚟講鬼嘅故事咯。咱聽到阿妹鬼嘅 music 就淡薄，有哦。對，超較大聲。有聽到，有聽到。淡薄呢啦 ，OK。然後 OK， 然後我咪聽OK， 就我鬼故事講，但我就使講我依家落去聽到鬼故事咩？無啦，我講我幫電話車阿妹係會還是大叫聽人嘅鬼故事之類。哦，你是聽南西 replay 還是你 playback 人嘅錄音 playback 啊？哦，你都未驚咩嚇？開車嗰個記者。但你驚看邊一看後背啫。係啦，危險啊！危險講你，我聽你。危險啊！啦啥？昨晚我到啲做工嘅時，我到啲 office 嘅時候，喂，我到啲 office 時，我做佢阿媽，唔是拜四，唔是拜四時我聽到唔是聽到拜四時我做緊就你我做緊7點 ，usually 我是9點半喺度對啦，因為我做緊7差唔多8點啊就，有時紅響我 office lock 嘅了誒，一個4點半一樣 lock 嘅了嘅門嘅，然後無人啊，咁樣對嘅了，我咪是想講，個幾隻人哦，然後我哋做緊就斜講啊嗬，我聽到吭一聲咧，想人開門一聲啦，然後我覺得。哎呀 ，maybe 是伊個公司每成日部窗好時啊啦，紅響伊個 pressure air 什麼事伊窗到對呀，呢，我冇插邊，有時看人可以開喎，可以開我看到個卡就特別我冇，我插無應我別關啊，但我看到一人行過 ，maybe 是 janitor 來啦，我是懷疑是 security 人來，特別我唔捌喺啲 office 我唔捌看別人接來過，特別我冇講掉啲走出去，我要看，我每個開掉，我要看要嚟甲我講話，甚物個冇嚟甲我講。特別我看到一人叫佢，我唔知是裝啦，我冇去 investigate。
梗是鬼啊啦，唔是鬼啦，安尼明顯個開會咁咪，是啦，鬼就爽個咯，鬼就真歡喜哦，嚟個人講個亂啊咯，是啊，希望是啦啊，係啦，嚟啊，達掉是係講。就是啊，冇啦，鬼我都冇呢，我特別我有想到啦，我就驚就咯，我是想到你就特別想到啊，嗬，我個就冇應嘅，所以我想，咪去插言可能就。你就把講過了 office 有安尼字咧，我搬了 office， incident， 我搬了，冇上驚啊，當然嚇，即間唔知有鬼冇鬼啊，唔知即間一時 OK，頂到啊，即間有歷史嘛，你就頂到嘅歷史就是講伊捌是做馬達寮過嘛，馬達寮嚇，所以有佢嘅歷史咧，我都拉沙伊嘅。告訴到卡，I mean， history of 伊 building 有可能到卡 interesting 淡薄咯。特別當今這些呢冇咩 interesting 嘅，嗰時是 commercial building 嘅嘛。特別 unless 是 before 起物件是有蝦米物件我唔知啊。這是成個我人 headquarters 嘅 building，所以冇咩聽到鬼嘅告訴嘅。梗有嘅啦，我希望啊。有嘅。我希望有特別無，特別都是家己做工嘅時，是聽到聲，還是家己驚啫，一個無緣去插伊，所以無去管伊。阿龍來啊，阿龍，歡迎阿龍。大家好，阿龍都香港誒，人進步嘛，原來問題唔是我，問題是你阿龍，你無來我就打了喎。九點空交換 start 咯。安尼好聊知道，但係我係房間冇鬼啦。哎呀，普及 meeting， 363吧，我過來。你房間對冇錄佢 video 學南西看，可以 scan 看鬼咯。未使我同你幫曬聊過。幫曬你係 camera 咪照路嘛，你照個口嘛。啊，會使搬嗬。阿363歡迎。哦，搞咋，坤北車。不要叫我把個實講鬼告訴我，阿龍你香港有鬼哦。做翻冇咯，房間冇鬼嘅講。特別你聲咧好，你叫你買去啊？還是你 iPhone 呢？我 iPhone 呢？個水哦，你聲就水。係咯，唔知是唔是即係你嘅房間冇清氣嘅時候啫。冇清氣就聽到別人聲啦，佢聽到人講話，就特晚話係你，特晚話係你講咩？有 mic will cause echo 啊，咪見紅顯出嚟。但係我這 software 是做呢個呢，等陣OK， 我俾聽人講幾個數啦，嚟就咪講幾個數，再講。我講一個，我啲 replay 掉嘅，定住嚟 recently 啊，3禮拜整，แล้ว replay 掉有一集。是幾個數有一集是講上個是俄 B 是唔是啊？俄 B 有講伊會驚活唔驚，係咪something？我係成個 monster， 活咁可能驚。對。你係時我哋聽咯，本地有聽咯。聽了，我係腦裏邊一個咧，我一個就心就 pop 出來講，我每一項驚我家己心是是是我畫錄出來，你是安怎的款呢？我很悶的。你是講錄啊？錄嘅意思啊？畫出來。畫錄出來啊！安尼看我唔知做，就是每樣嘅。另外嗱就 pop 一項一個鬼就是一個 image 出來啦，就是摸嘅彈摸嘅了，就亂可能嘅。了我就是畫出來啊！錄人家就畫出來啊！真係畫出來。喂，人家你是講你是聽到這 episode 嘅時，聽到嘅時你好像有隻 inspire 講俾畫出來。我就係畫出來。You shit！了畫了我翕起來。我翕了，我就幫你好位位。得咯，我看啊。未，我放一放了吼，有幾個人看到呢？無錯，政府看到，上個是1.MB，幾若開呢人有聽人有幾肯看到啦，看到幾後，看到你笑應啊，唔是看到幾，特別伊人一人唔知，actually 我唔是去 Google 係咪？是我是直頭畫出來嘅。
我話咧很協，我講即係是我 image 咯，我看到我很特別冇講嘅物件，我就是放啲，我就是 post 了。你頭講嗬，我攰嘅 episode 嗬，我第一朝啦，每5分鐘，我攰嚟 club 得就對嘢5分鐘對5分鐘對5分鐘對嗰度，唔白安尼款攰，是啦 club 得是會走路啦，冇，特別伊走路本好，伊可能8點鐘。冇安尼 consistent， 伊即係是幾分鐘走路，幾分鐘對哦。然後我就心，我早早咧頭前一對3、4刀嘅時候，我本嚟想你這個嘅，然後所以我奇怪啊，對家個第6刀、第7刀，總之第5刀可能是我心就 start 梅啊嗬，梅講到底係咩數？然後我出來就是迄個小英，伊上次甲我講，就是這個嘢，你講佢走，安尼看到咗。OK， 我就夾走去咯。夾走去啊，我就講冇咩事咯。有影是部隊啊，夾十幾分鐘。晚黑再過再對哦，因為出面嗰度，我係電話嗰個，因為我個一個 message 講講，你電話嗰個。OK， 我delete條我電話機，我是 delete 去了。哦，有影哦，冇啦。然後小妹我講。電話我delete好了，然後我看到我係卡嘅卡，有看到烏影啫，因為我是看開嘅就我聽上真濟女 replay 嗬，我已經嗬 train 掉了，冇掉車機。那伊類似啊啲，係即係成日到蝦人嘅，我把佢 train 掉冇嘢啫。即係是邊個話？只話自敗啦，邊個特登講呢個？我係邊啊？嗬，誒卡喺邊個邊啊？有隻鵝，想鵝影，我只係走掉啊！哦，就冇去啊！然後先啲事，咗自分嘢我冇對啊，攰咩？冇錯啊，好奇特別好。我哋 restart 嚟，我攰嚟 computer 冇變啊！然後，哎呀 ，actually 個有可能個誤會你等話，你 restore 到啲迄個。deleted 哦 iCloud iCloud deleted 嚟過嚟吹 iCloud 會個係咪攞嗌啊？我看特別我買個嚟吹到決定。你啊，有啊！你講過嚟本來好驚爆炸去啊！你我會特別買嚟免啊，人在就好啦，在就好啊。冇可能嘅 interrupt 人嘅啫。so 路是這是幾時意思？頂一禮拜是偌久啊？頂3、4禮拜前安尼款。有幾若肯人有看到咯。然後小妹我講嘅事，我講我 delete， 哎呦你做咩 delete？ 我講咧嚇，是啊，我想講都是大陸隨便嚟 post， 我冇啊，我愛，即係是我係腦裏邊出來嘅嘢嚟。咦，我想要看喎，啊冇，特別你買幾好啊啦，你幾啊冇安尼咯，你好，我搞到真 restore 到啲 iCloud 會，然後你冚一。你使每度譬講講埋啦，看下面嘅。無地，因為我垃圾一直走掉啦，安尼看，因為安尼咁認真，你啲邊搞什麼？我啲想嘅是可能就是而家都一間。啊，冇你 try 看嗰陣時，我嚟講，佢真係唔好事嚟講，就是講有 something wrong 嘅咯。你企你嘅 camera， 你企你嘅 photo app 嚇，然後伊嘅，講梗係牛嚟啦。你企你 photo app 嚇，伊有隻 deleted 嘅位啊，係啦，我用 Face ID 係咪嘅？啊，你我看有無聲啊？有彈是無嘅嚇，有彈是無啲裏邊嘅，我吹。喂，安尼是如果再 delete 啲喂，冇我冇走去，講真我是掉啲冇走自己 delete 嘅，我冇走自己 delete，我冇 delete 掉，我把你 scroll 啊。應該有嘅，冇 delete。OK， 得，我真係驚我。喲，寒啫，我把聲學路咯。唔係，你買腳，但係你真係幾污嘅。你買腳啊 ？OK， 你自己 post 啊？我要嘅 post 咩 post 得咯？你 post house 嚟啦 ，house chat 嚟，你咪係到啲 profile，你係到啲 house chat 嚟，你忘記看。就是我把你 house chat 嚟就是出事啦，呢啲。但 try 看佢出事咯，冇，maybe 你走去啊嘛，沒事還是線，可能特別你忘記好啊。
啊，你看我俾看看，係咪款嘛？你是 imagine？ 我未看看，我冇 imagine 到。即係我本未曉本，我是 imagine 啦。嗰時係咪？特別你是講未出咧。你是我是你是航向有一個衝動，航向是想講未去我。航向唔係最尾，我就是梅可能行咯。特別實只梅咯，我唔係最尾，我就是你唔是想講話伊講見哪話誒，還是 maybe 你話就是想講伊見哪看到物件可能。啊，有可能本啊，因為我比本冇講已經啦，話得安全嘛。嚇，我本就係講，唔，我把錄啲 restore 嘅，我哋想應。那是講，那是你寫對係王江啊，王家咧呢？我佢後隔了對上去了，未接起了，佢嚟 club 冇去。喲，哇！佢嚟 club 都冇嘢嘛，但 penthouse 啊嘛，唔記得。啊，特別康對嚟啊，特別康。誒嚟啊，嚟啊！我問你有感覺到南西講這物件啊？講咩南西？啊，一部睇到，都整水出來。你看下首英性，你看下首英性。OK，你可以看下，特別伊唔知看到，我去夾。你看下首伊邊壁你係好，你係好。你看咧伊邊壁啊，應該是咩？SBF 呢？我看到，等陣。哦 shit！ 嗱，伊淡薄寫咕咕叫嚟嘅淡薄，我是，你是安尼手嗱，哇！阿家你看伊就是安尼看放出來啊，唔但係面講伊達到是伊攝先看。OK。係特別講嘢，我別講味啫，覺得而家未必見。啊啲冇啦 ，feel 到我都冇啦沙，未刺激。即係咩 ？OK 啦，落音落鬼啊嘛，使琴啊。OK，咁咪 delete 呢聲？你當你 camera delete 其他，你綁到啲 clubhouse 入邊。就是我啲 clubhouse 綁嘛，呢節。特別伊講你電話個有嘛，所以你電話嘅要緊。冇有 delete 之類咧，佢有個 delete 電話，特別伊唔知 actually 我係邊嚟邊有個。啊，有啲行業想到講特別你電話個有個。我就係邊個有嘅，冇個仔嘅事我哋知啦。冇事啦，我見當佢唔是 OK 啊，成日走去啊。梗啦，因為。我一係咪咧？嗬，下卡我係卡下卡有一個樣，閃鬼，唔是閃，伊成個我肯走去了。攞嚟記一個有咩啊？嗰個 pyramid 有咩啊？pyramid 啊，ketupat 講伊講嘅，伊咪是講佢隻物件，像摸咧，白可能，未必成個你係。哎呀，撲機啊 ，pyramid， 即係，當嘅就一接來即係 clubhouse 唔是 Google Meet 嘅。我小時候玩做咧一年，我小未曉 differentiate 之內你物件個。安怎你估下？你看伊 join 一下，伊顯冇出來到啲伊 screen 嘅有嘢喎。yang wa 哈，啷看到？我啊，當今嘛當然看到，你 machine 會使換了？唔是哦，定是伊個 Google Meet。伊可能一個顯示是你換 machine 了。我係 machine 嘅先，是 Google Meet 未好事。阿不沙，你同意冇？冇。Technology 嘅物件唔通梅話。啊。OK，來講鬼，個種鬼告訴各位講過。我 share 嘅話，對，等陣頭嘅先 ，because 頭嘅定舊年不啦，定季節會講嘅是往冚底嘛，所以當嘅我係講。我係講我係咯，其實。
我咁大做咩？是無愛講啊，會石哨嘛？我晒先地嘛都。係啦，對啊。白人講 next，白人講。 Next 啊，阿 Ben 係咪有句講數？特別講嘛，特別講句講數係咪？係使咪使。來，豆嘅講。OK，那不怎樣？我阿媽訂嗰個貴姓嘛？啊，對。所以那就做咩個講？做咩個節？嗰啲，然後嗰個就伊出選了頭七咧是哪拜一？所以拜一個後啊咧，我無即就甲有甲國出那邊講吼，伊幫助我阿媽個住國你 cousin 啊？我無即。不即哦，伊不會直呀，你細漢嘅直啊，你細漢直。我成日不直，知咩？我成日咪不即啊，可能話不即啊。我本字我想要講混啊，我。無即嘛，咁啊，我唔能叫無即嘛。對，你不即就是講你第細漢嘅直呀。是我係特別第細漢嘅手機，伊就幫助我阿媽就。伊就看伊是伊少年嘅型，穿甲冰水咁款啊，三甲那個定個個好款咯，就伊就講我伊佢咪講我伊幫助點先，伊請起來伊袂困，袂困，然後我係二哥本教我甲那國出來邊講伊幫助三塊嘅物件。幫助三塊物件，然後我係二個咧幫助咧是講話伊無解講話，悄悄款爾。我係無即有教我無即講吼，佢阿媽打嘢波啲邊，打咗伊。係咪波？叫嘢波。波係咩啊？嘢波。嘢翻喺 resting place 啊。哦，棒。嘢棒咁。伊講。叫人買大嘢磅，伊講伊感覺到阿聽。我叫買笠到啲打到啲嘢磅嘅位。伊講伊感覺到伊頭阿聽。哇。所以就即係你即係bercek啦，你bercek講啦。我係bercek咁。你bercek講。我唔知啊，學得係咩反應嘅嘢？教我啦，我唔知學得係咩反應嘅啫。人是個路白白笑啦，唔是笑路，人是個路白白笑。OK，你所做特別別講，你頂位置別講嘅時就是話，即講治理嚇，講伊嘅 mother 死嘅時，伊嘅伊嘅 brother-in-law 看到伊嘅媽佢呐。本來見哦，我係阿媽哦，next Monday 啦，幾號啊？22號已經19斤了。對，我做切啊，我講切只頭切咯，冇事，做切19節，切。所以人是行撥嘛，無都行咩？行撥，拜撥，那行撥嘅咧。撥，行撥，OK。撥。我真冇呀，今你講就是你講你發生嘅，話咩？你能行撥嘅咧，就是19斤，就是等紅了。會使偷下了。那就是得撥咯。得撥意思就是講對撥。福建本來福建是叫對撥，那把鴨豆嘅福建是叫得撥。那其實咧是愛行曬咁嘅咧。我阿哥人講，我阿媽講愛行撥，見咯。我唔知講巴生嘅人講撥嘅話，唔是講撥嘅喎。是啦，你講撥教，你講撥教啊？撥教咯，拜撥啊？即唔是豆嘅福建啦，即是巴生嘅福建。撥教。
誒，咱係學掉安尼一年啊，嘛是學掉，但波咱係去拜山嘅時，人同你講，你不去拜佛，你時你知係咩數咯？我想講是幫陪啦，是陪邊個人是講幫陪拜佛。OK， 感謝。個，但乜就查某嘅聲到底 Clubhouse 講未講嘅？是黃亞玲呀，還是裝？黃亞玲，嚟。冇啊，俾梅南西揾你，係只有教。你頭咱就俾梅南西呢？哎呦，嚟講。誒，咱嘅西梅南西是咱嘅查某師傅嘛，咱嘅大伯師傅是大皮康嘛。大皮康。考咗潮時，確定考咗潮時係咪有對到我潮啊？喲，係咪都聽到人潮聲？哦，黃亞玲。我是啊，OK。我問隻嘅啦，問架其他架嘅。啲話阿妹嚟。speaker OK，so 我跟妹先。問架其他。啲話阿妹起來出來，唔是啲話要搬出來。OK， 黃亞玲講。他直接有甲阿龍講，因為做啲 Clubhouse 啊 ，Clubhouse。嚇，Clubhouse 是講嘅。哦，咁我冇聽到。講。OK， 我係講嘅是，我古早住嘅位是係種嘅店厝，我爸嘅店嘅厝。แล้วตัว我係咁大下邊位，แล้ว OK， 當今我人是冇大下邊嘅。แล้ว特別是我媽有陣時有落去成個去糕點啫，แล้ว個是煮物件嘅款。แล้ว有一下晡時我媽叫我該提夜衫去拍哦，洗好衫去拍個是11點12點嘅款。OK， 頭一樓是下晡啊，嚇，下晡是安尼款。แล้ว頭一樓是店面嘛，แล้ว二樓就是我人古早住嘅位安尼款。แล้ว2樓3樓安尼款是無人會起來 ，customer 都未起來，因為敢若是我爸工人款家起來爾。แล้ว我嘛是搖嘅馬啥，行 from 2樓愛起3樓時，我聽到頭一樓有人腳步聲起來，然後都無關係哦。然後我想講是我爸嘅工人起來啦，然後。from 我到第2樓行去第3樓嘅時，迄腳步聲是 continue 行到入來內面嘅。了迄聲，我 feel 到講到底是條水會行起來。了嘛去到第3樓嘅時，迄旁嘅位aim落去哦，aim落去第2樓是到底是條水。了我看到嘅是 from top view 看看落來是隻迄頭，了甲是啥？迄頭毛啊，真窄，真短。了，伊衫是啥個嚟？四角衫，款藍色衫，款 T-shirt 大條嘅。所以我問男仔講，大波啊！我唔知啥大囡仔，啥看見啥大波囡仔。我問男仔講，我看到迄個物件是唔是？我未喎，小姑了嘅喎，這種我唔別，我唔知。有9年啊！你估啊？你本冇大喺邊格啊嘛？冇大喺邊啊！冇大喺邊格了。OK。特別你看到是你冇驚咩？你冇想講這是什麼人啊？這你出隻隻人是你唔知是誰？一個敢若是，他直接落去店嘅時是敢若我媽，我爸無他們呢隻，了就是 OK， 有一項數啦，就是講迄個店咧，過後我嘛問我媽咯，我媽有講起，這店有一個物件，有查某囡仔咯，查某囡仔，有查某囡仔，哦，了你看到嘅是查某。特別我看嘅是底頭毛雜雜的，上個你知上個四角，啥加嚇，上個迄個係咪頭毛啊？迄個西瓜頭啊，你知有？哦，咪是上個即大皮康嘅頭毛啊，然後呢，伊上個底西瓜格然後呢？
无，啥个迄个我哦，西瓜头是迄個吸像波嘅，像碗嘅呢，你成個哦，淡布龍頭，牙殼頭啊，係牙殼頭對，係牙殼頭。哦，誒，有可能是查甫咧，我唔知，了啊個幾歲嘅，你看到你查甫囡仔是，你感覺就是查甫囡仔是幾歲嘅？我看伊無安尼管，哦，細漢個，加上是加細漢 below 7歲安尼管嘅。哦，隔壁有人大無？你隔壁嚇笑啊？OK， 我唔知。隔壁囡仔咧走過來吼。無本，我嘛有飼狗誒。然後迄個狗看到係咪人伊本會吠誒，特別他直接迄個狗正點，無講無聲，到了就哦。了 ，OK。伊係咩聲就是？無啦喂，我大我有那個驚誒。哦。了，即條。按照講是查某囡仔，應該是之前我媽講，對你媽講嘅，有人甲伊講過啥修理安邦嘅時，我人有叫人來，了有一個安哥，你講你安邦啥意思？修理迄哦，修理安邦，安邦 OK， 哈，迄個修理安邦嘅安哥有甲我媽講，你頂面有物件，哦。是囡仔來，查某囡仔來。了，你拄着一刀爾，小妹無啦？小妹無啊？哦，一刀爾啦。一刀爾，特別我媽有甲我講，伊是會做亂啦。哦。就是講伊無暑假嘅人，伊會去上個現，互你看咯。哦，我無暑假人個現，互你看。有人是暑假，你啥伊 register， 伊上個伊感覺到伊 communicate 甲你，甲互你看。所以個我阿弟有看到，哦，別人看到本，我嘛無看到伊，唔捌看過伊。哦，特別你阿弟這是你姨啊，是你哥？我阿弟，你姨所以嘛係 sister 啦，伊有看到本就伫喺邊，然後伊有教你講啥做係關嘅。無咯，伊講看到是 shadow 嘅款嘅，是 shadow 嘅，係種 silhouette 係。哦 ，OK， 哦，影係呐。哦，影你看呢？特別你看到一隻兵啊，你看到就像人嘅那兵。嚇，像兵啊！你看呢？像人啊！你看呢？特別你看到是你想，誒，這是係咪人嚟？你冇去插伊㗎，還是你直頭 ignore 嘅什麼 ？ignore 咗，了我去拍相，無關了，了過後落來是過來問我媽的咯。你是想講是人嚟嘅啦？你是想講哦，這是來啫？哦。我想是人。哦。了每一隻人，無一個人是穿藍色衫。哦，成個我 office 咧紅色衫，揀啲嘢咧，真係勁嘅。嗯。了 ，OK， 伊聽講是我媽愛之前嘅工人，印尼工人會看到伊本嘅。哦。哈，了，迄印尼工人有甲我媽講，伊迄個物件是大到到迄旁邊那邊嘅。哦，大迄個位嘅，了伊甲我媽得講啊，你會使拜伊，你買金蕉來拜伊。哦，嚇，伊就甲食金蕉，了我媽大到啥放金蕉，了放一個水安尼款互伊哦。哦，你係到嚟，到聽，到啲到嚟，就是迄旁邊外口呢。哦，所以係到啲托卡，是係做安怎？托卡你看咯。哦，所以放一些金蕉，了加隻後水，你看係代表啥個？這是你嘛 ？before 你看到是你嘛都安尼款做嘅 customer 啊？對。哦。伊無愛甲我人講，驚我人驚啦。驚着，嚇。你無問咩？嗰陣頭先特別有金蕉嘅隻後水嘅。伊唔係講，我有過後過後。還可能問題是一個有個每位媽過來跟我講。哦，係是。嚇。了，迄件蕉咧，伊達到我人拜本有4、5條款呢啊，互伊啊，伊敢若食5條爾就。係咪伊會食呀？
唔知啦，大刀我嘛叫我去燒嘅時，迄個香蕉就是攞掉呢，大刀是攞掉，吞攞掉，加掉攞掉。哦，所以完全攞掉，完全冇去㗎，還是伊想吹去食啥物？伊無吹去食，伊想一個空去，你知哦？想伊靠一個空去啊，是種攞嚟空。呀！大刀是攞嚟空，大刀我嘛叫我去燒嘅時，你所以見咗大刀攞嚟空哦，你個仔幫香蕉誒？伊會咁人講嘅咩？伊講伊是家食香蕉，伊咁人都白哦。是哦，家蕉。印尼咁人。印尼咁人。哦，所以內坑成個是，伊是食唔使是鳥鼠食，特別奇怪，就特別隻攞掉。你講大刀嘛？大刀咁食。大刀食掉呢？哦，奇怪哦，這香蕉龜，食香蕉。了，OK，聽講，我嘛甲我講，這查某囡仔在一邊食久啊喂，你知，OK，咁大頭前嗰邊對面有一個龍溝，一個大龍溝嘅咯。當然冚起來嚇。冚起來嘛？嚇，冚起來。你是講 bring in 嘅邊啊？嚇 ，bring in 係邊嘅，我係邊嘅。迄位之前有World War II，了嘛在迄個伊人唔知咪寶馬炸落去是頭掉迄間厝。哦。古早一個查某囡仔就是到那邊過身嘅。跳地。阿 John，我愛被比娃娃了，雞掰。比娃同埋我上次看到一集來隻嘛，一個條。特別嗰啲咩劇啊？啲擺啲講邊個數張先啊？比娃娃啲數講咩？這個他的意思。雞掰。OK 咧sorry 你講一直就冇見啦。哦。伊都合併過身嘅。哦。下落來嘅事，伊都合進出來。這是轉講嘅告訴咧。是，我媽講是迄個嚇，對，就是伊阿媽都講嘅。哦。伊個以前嘅是迄個古早嘅衫。哦，特別是其實講是查某囡仔啦。了，你看到嘅是衫是唔是古早衫呢？上個你知迄個人古早迄個阿嬸啊，毋是比較有邊嘅嚇一種嘅馬姐哦，嚇，特別伊嚇，對，伊就成安尼款嘅咯。特別你看到乜成日款啊？伊就是大條嘅。哦，我知你講咩啊？浪康嘅呢？啊，浪康嘅係一種嘅大條藍色嘅。呢陣時叫衫褲嘛，衫褲哈，對。衫褲伊手腕有一個咧 sleeve 呢，一塊白有當時有啦，但唔是嗰度有。特別看嘅無誒。哦，是，所以是淡藍嘅衫。淡藍嘅衫。青藍嘅。哦，青藍衫，青藍嘅。哦。衫褲是嗰隻跟淡藍嘅青嘅嘛？對。衫馬仔咯，馬仔是跟淡藍嘛，是哦。阿媽仔係一種嘅。冇啦，我係媽冇穿嘅衫褲。我知啦，是講馬仔是講湖人嚟嘛。對。所以伊人穿嘅，咪是衫褲咯，衫褲三個褲咯，對。三個褲咯。喲，幾啲？接落來。接落來係咩？喲，我真冇聲。接來了，都接來等我等啊！你see message ดู啊，咁我試下你答我啦。我講。มาหาหลัง啦 John Hello 嚇思紅都話 Hello 有掉個掉 Hello 思聽唔到佢哦特別講咯咁搞特別講冇啊！你講看唔到咩物件？我間南西門上未看到。
看無嘢面，嘢面，我嘢面嘅。嚇，我頭晚都好像冇聲氣哦。對。maybe 來者。就是愛會看。哦，特別南西我未特別 common 啊。我未特別 common， 特別講我看未到喎。看未到。Sukri， 但係 Sukri 又看到嘢，但係要來啫嘛。特別唔知，我唔知要聽到啦。Sukri 但係Bandung那是你摸我，把你隻肥皂了。我摸，你唔掉你 account 下。OK。冇啊，你冇摸掉我本。我摸，但係南西我摸啦嘛，我冇摸即南昌。冇。個別店冇摸掉。南西有，嗱，只隻狗都看到。有啦，未狗有啦。有身狗咩？有。入股了。是啊。講頭渣哦，我弟 refresh， 喂，狗是冇身狗，把嗰樣子講咧，我只。燈就出來成咁，哈，真一股，咦 ？Little girl could be the same girl I know。誒，是咩阿龍？你唔是啦，你係開一句。阿龍把路約一杯你杯嘢嘛？冇啦，冇可能啦。你這查某，這上這查某幾個邊嚟學見 Resident Ghost 啊？意思你。我跟你講一下物件 ，continue 誒，嗰時我嘛有一隻巴肚就要卡去做迄 knee replacement 你知喲。了伊到迄樓梯下邊被巴肚，伊到第7站還是第8站你看巴肚落來，你看你巴肚樓梯是毋是向頭前落？是毋是？特別我嘛受向90度嗰隻哦。喲，90度成咗。伊是一啲咧。伊是兩個。伊就是等 left 才哦。哦，得邊啊咯。嚇！伊彎邊啊咯，我嘛講。哎呦！伊頭彎出去，了特別伊巴肚伊無數，伊無數。即是 after surgery recover 掉是啊。都其實我鼻酸我哋興嘅嗰啲嚇，是嗰隻撲氣，嗰隻嚟啊！即係第二下，別人講幾個數就是嚟啊！佢聽到，我delete掉我聲音啊，我 delete 佢啊。OK，我 delete 掉，冇有影會插落嚟。有影嗬？有影會插落嚟，我哋可 delete 掉。OK，你講下。就是我嘛講是迄個物件糊掉伊。哦 ，maybe 大概注意嗬，你讀細大擺隻件招。哦，下一隻件招。嚇，有我嘛愛講人本，甲我嘛講，因為迄查某囡仔真熟甲我嘛。哦，未可以唔捌看過伊。嚇，伊無互我嘛看誒。伊真使用我買。哦，伊想你買家的年鐘了，成日你慢動講。差唔多，我面試是無歹啦，伊就無做亂哦，伊互人看呢，伊就無想講插亂咯，係啥物？伊無插亂，無蝦米，是講，這是我係看到伊，但係我嘛是講，伊無自家翕，伊家現互你看嘛，對。然後下一隻。我講馬小妹。哦 ，maybe will protect 伊啲嘛，好你看。係，我就笑佢講，是我看。你 try to 成個，成 reason 佢做咩事？紅險你都唔捌看過，紅險你看到伊呢呐。佢真冇聲。其實話人講者，我嘅驚，然之後你 rest 啫，你告訴你 slide 嗰隻冇好事啊？對，為的家機，一控制啥？唔夠講，一控制就的家機。10 20 3
地家機係你。OK，等陣，咱特別解釋啫，無咱講10-20點解無人在上面，我特別解釋啫。有一件事咧，我做咧 Radio Rasa Sayang 嘅啦，我人咧佢就是南西啦，南西嘅即係地家機。我以前我三人不有啲嘛。然後是呢度先先問個俾隻 system 即係地家機問個俾呢隻 system 嘛，呢 sound system 咧呢度俾 test， 我 test 有時我咪起來講咯，然後就唔會講呢個我冇講清楚啦，我應該就俾唔會講，我還是諗講呢個係粒 knob 係啊，呢個係成你開聲大聲細聲，我唔會講是幾點咯。我講pukul berapa ini volume 嚇 sometimes 講pukul 12 masih 12 jam 嘅呢起調幾天咯，然後我咪講pukul berapa 就講sekarang pukul 10:23 我本講做咩啊？轉每一點，我就轉每一數。咧，一個10點就10分，我講喺度碌，轉10點就10分咧，喺度碌跳嚟跳去嗬，咪是12點1點，嗰時3點，嗰時2點，嗰時7點又咯，嗰時9點咯，咁好嚇，我就10點咯，做咩啊？即係10點就10分好了喎。當佢變咗 DJ 10:23呀。喲，你阿是教個人話咩啊？伊家己改名嘛。是好啦，10:23個。那使去買字啊，彈咧買咩好？地家機，好地家機。我就話買多萬年嘅 Magnum。OK，一抗so 地家機我還是有賺到我可能10%啦。哇，你係只 generous 10%哇！我愛。你 system 咪使較好啊 ，system 哇 system 啊，哦，我也是有掉啦嚇。當我偷看到我自多頂車去啊，冇人講，就是講佢殺夫㗎啦。我不是愛買車啊，我說啊，買車這是已經買了嘅啊，佢冇價這好。你先講你談500,000。500,000是。不是愛做外出嘅咧，說啊。就是你看到一做出來講，就是講一掉一個幾特密殺夫啊。OK。冇，我係傾計啊，就再掉啊。是海 OK。OK， 來，地家機嚟講。OK。一是2禮拜整啊。最近。2禮拜整啊。最近啊，我是聽到一個聲啦，就是這放嘅梅啊，放嘅梅聲，一開梅是有嘅聲，你看哈哈，冇夠要啦，棒棒，我看有，這是你出來上面，棒棒，我出來那邊，我出來邊，嚇，你當咩事？我是聽，我看了電視機，我看電視機。陣時是1點幾暗暝啊，半暝啊，1點幾2點嘅嗰陣，我係出來人，佢了困佢了誒，我聽到，砰砰，我冇隻歌，嗰隻響，伊是響頓響，佢了響嘅，砰砰，我講又是我聽攞沙刀嚟嗰陣做，然後我普及，我咪教แล้วมาใจโอ้บัวนี่เรา一做海想一個錢都冇แล้ว有一次咗伊是8點幾啊8點幾暗暝你看啦但是我出來人แล้ว伊是到搞我白白看戲機咯我是聽到看戲我是聽到你看的聲所以我嘛是真正未熟啦伊插來我嘛插來你別人有聽到都唔會別人冇伊個人我唔敢講啊唔過伊人本是驚啲物件嘅แล้ว我嘛個人我嘛 message 係男仔咯我講我個男仔哎呦，這個聲真正煩啊！伊真正較早啊亂開死，然後做開
梗係未上嘅。你都聽到嘅時候，伊聲是到底係咪 direction 嚟來？你知啊？因見我嘅大陸位啊，所以你厝內面啊，你厝內面，我厝內面，然後我去食開了。我直直開有多一個，哦，多一每日蛋，然後冇嚇，多一每日蛋，特別冇人動，冇人叮當嘅，砰砰嗰樣。你我 complain 啦，我 complain 間男仔咯，講即梗係炒亂玩嘢咯，係成梗係死啊！唔要緊啦，我應攞嘅，我冇睬伊咯。嗰時間想 I mean 想，嗰想嘅。伊是 repeatedly 啊，agreement 可能。係 repeatedly，伊唔是 agreement，伊是嚟但是過了1點鐘晚，伊暑假伊就彈了嘅。哦。伊佢就彈了，所以我調清嘢男仔 message 我因為話你。出來是毋是有一個無相卡勒嘅壁嘅，無相擦嘅啦？我咪就是亂咗仔喎！伊請搞嘅男仔，無搞我是有看到，我咪講咯。無我是是啊，我唔是講。我看到伊個，我看到一個色就是上加 peach colour 最紅淡薄。所以一個我無相識你會知啦，即係男仔是唔捌去叫你處嘅，是唔是？唔捌，我都唔捌都佢男仔過。對，我知，就是男仔特別成日看見你，伊特別講出嚟叫你成日，伊知講阿龍嘅房間嘅你 Elsa 安怎呢？你拿識嚟講，伊拿知。對，唔是打冇打嘅。特別伊無端端嚟開門路嘅嚇。係無端端嘅，我調查嘅，我時間愛 complain 嘅那個，哎呦，差亂我成個死嘅，我特登有陣時嗬，我困嘅時啊，到我房間我本是聽到咁款嘅聲，特別伊 volume 嘛，較細，上 volume 教我，上 volume，所以你無差不多到你聽嘅聲是上 volume 嘅，對，哇，我就。complain 咯，然後就是我講唔知是唔是鬼啊定咩啦，所以男仔教我講看你卡勒，講伊叫我去買字啊，講買啦買咗買買字，講叫你買字啊男仔，乜就我掉字，乜就我掉字，乜就我對，咦，安怎 echo 嘅嚇？echo 是到嚟，男仔都係邊？搞嚟，你搞有嚇，OK 嚇，OK，แล้ว我掉字啊，掉，叫你去買字嚇。叫我去買字，我買啦，買字啊。然後伊三隻教我講笑啫啦。所以嘛仔，我有嘢掉字。有嘢？你掉啊嘴？冇啦，我掉 COVID 啦。原來掉，你冇 specify 掉係咩字？你睇咩表？我睇咩表？哦，真係是掉字啊 ！Oh my god！有嘢掉字。你當然，你個聽到continue個聽到你每聲。有特別唔是安尼接到咯，嚟像講自節咁樣剪頭刀啊。我 travel 去嘅，只 travel 去厝咧，我是。你 travel 去厝係咩？即 travel 去厝，你是講你 now 啊？即係你特別講應該就係安怎做嘅啦。哦。我是收到有一個 message 是講 EIB something 安尼款嘅。EIB B 頭 B 嘅 B 啊 B 加 B EIB rice 所以我叫
我叫大家講都幫淡薄比啲即個嘢，我唔知伊每啲道路啦，成道路代表叫幫代率位啦。所以我每伊迄個城市啲代率迄邊架，迄個代率迄邊架出來，是唔是啲代率邊架出來啊？我是上到時聽到是啲代率位。代率位嘛，因為我本垃圾伊是代率，就所叫你講你幫比啲代率每邊啊咯。因為我寫 message 講 EIB。伊甲我講啦，唔知講做咗起邊架，我就是有一個。有一個物件咯，電腦 pop 出來是 EIB 咯。哇！然後我在嗱就即個啲家己，你在看到聽到你聲咧，是你想到本來學嘅冇嚟正講哦。我頭嘅事咧，就是唔要緊啦，你少嘅物件無物件啦。講少數無物件冇差別啊嚇。少數無物件啦，你男仔甲我講嘅事，我就上愛來啊啦。你講我就我就是我講冇你嚟講啦，講唔要緊你都少數都講啦。我令我能夠攞屙出嚟就正嘅咧。係啦，我咪特別看依 video 嘅。我又看又變。有 video 咪叫你特別看。我啊，皮卡掉塔。有嘢掉塔喎，你掉金呀？掉金。拎咗。好啦，我就聽啦，特別講電視做時間可能成日掉。是。你梅魯時，看魯係咪叫咁樣講？OK， 我最近咧有落晒故事啊。OK， 頭先是3個禮拜前，我係超對起嘛。對起我係咁幫佢。係咪對起？知啊，你係咪做白多啊？係咪？白多。搭架車啊？係咪？搭架車白多。แล้วว่า對起แล้ว對起嘅時我係阿劍啊，基本是白多，我咪係咪做白多人講？唔知哦，搭架車本，我行，白多去哦。行，好應該叫白多。แล้ว過咗一禮拜啊，一禮拜幾啊？迄卡未消整啊。了伊問我，伊講我問有看路棍無？講無啊，無看路棍啊。講手甲了好勢誒，特別是骹面條。了我看，誒，踢到一個阿婆，即個老人。了伊個老人唔係幫鬼，你個老阿婆妹，後尾說伊係踢我咧，我講看唔到，伊看唔到路嘛，若是看到路嘅話，伊袂踢路哦。若是路是人嘅話，伊袂踢路嘅，特別路唔是人嘛。了伊個阿婆本是回來哦，去罵我，伊講路安尼嘅波來袂安尼做啥物？對，即個你阿婆是幾個啊？幾個路邊嘅人誒？路邊什麼？路邊你拍失敗啊！路邊，OK。我成講路邊是一個位來 ，sorry。伊不是只烏在無？特別即是你是去，你即是每到你嘅安迪嘅嘛係哦？對。你安迪做咩事？伊講伊成日踢到物件，可能你是去，你安怎？伊唔知安怎踢安怎？關得白多唔知嚇。特別你去問啦，你去你去 search 啊，你頭。我去 back search 哦。我去 back search 你個人你看咧，所以你成日去 investigate 講係咪屬於白多你看。對，我去問嘛，因為迄個卡是無啥物正常啊，我看，無可能啊，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啊，無可能安尼整嘅嘛。แล้ว我問你個卡叮當無？伊講會啊，我想應該毋是迄個骨斷去。那是啥物啊？
然後我冚目睭去看，你讀到嘢阿婆。哦，特別如果還是如果佢甲你阿婆 communicate 過，還是你做對嘢，還是你會講話。啊，我問嘛，我問蝦米事咧，咪幫過我人，佢講我哦，蝦米事咧讀我。哦，我負了迄邊去，蝦米事咧讀我。我講你看無路嘛，若是路是人啊，伊看到路嘛，特別路唔是人。啊，了伊袂了哦。了伊 OK after 你講，你看伊 OK 哦。伊 OK 哦。哦，所以實話你甲明白，你講係。你解釋佢聽，講伊唔是講條條係讀路，你唔是人，所以看唔到路，咧所以伊就 OK 啦。無啦，我是愛有甲伊 negotiate 叫啥物啊，談啊無誒。哦哈哈，了，迄唔係走知無？迄夜愛做愛啊，劍知無？哦呀。了，愛做伊聽啊，袂困啊，行路行袂着啊。了，不要緊咯，問愛啥物？伊講你賣差唔多。即唔是你嘅事。哇！不要緊咯。啊，講到幾步啊，咩都。哦，你不要緊咯。我掠伊哦，我掠伊掂伊時，佢家對來哦，唔係走哦。你安怎掠伊？你安怎掠伊？是隔空啊，安怎講啊？我是因為我愛去 backtrack 呢個物件，我愛掠伊知無？我掠伊倒來問伊，蝦米事你愛插亂。了我放了安怎講啊？伊唔係甲我參詳嘛？了回本來哦，我是放了伊嘅知無？了伊古早來哦，古早做我阿劍。伊直接做嚟食你劍嚇。哦，上一暝知無？嚇，撲機一暝攞病。上點寫？了不要緊咯。了，我顧家掠伊對來，我互伊解啊，你知道？安怎解？你無驚？了是我是互伊拍互伊刷去誒。喲，了不要緊咯 ，OK。了我阿劍誒骹有零淡薄啦，幾淡薄啦 ，OK， 不要緊。了因為我毋是教我阿劍大嘛，我喺對厝差不多是10分鐘安尼啊 ，OK。不要緊，我喺對厝後，我起車，turn on 咩車嘛？了radio 是 auto on 嘅嘛，是唔是？了平常時咧，我 set 好嘅 FM 啊，若是講我 set 好 FM，let's say 是 FM ABC 啊，我開車是 FM ABC 啊嘛。特別哦，嗰一暝啊，上嘅阿暝啊，我開車是變去。念經嘅，係咪念經嘅 channel 個念經 channel 啊？阿你會教嘅嚇？我唔知是 channel 是咩，特別念。你是係咪經嘅？鄧蘭經嘅。哦，鄧蘭經嘅。咩大悲咒啊？哦。FM 我冇念經嘅。係啦。哦。特別你是聽到係你大悲咒，特別你嘅 radio 會出來。哦，呢是刷。你個 frequency 無啱嘛，特別你會聽到，你會聽到哦，是真正是大悲咒嚟。我係希望被 play 看大悲咒嘅時，安怎係聲特別我個驚。你飛看，哇！你哦，知咩？我比較怕啊，大悲咒。安在除 YouTube， 安怎？老闆，我未使聽，我聽。Oh my god！係咪聲嚟？我唔未使聽嘅，因為呢個聲，呢個game哦，我人受不起嘅嘅。因為呢個經是也嚟超度別人嘅。哦，大悲咒是 Great Compassion Mantra。OK， 我除咗。特別講，你聽到經嘅時候咧，是你會 panic 哦。我未 panic 嘅。我掉過條刀是，我 panic 啫，因為上我只用，因為安尼講，迄刀是阿準放嘛，用要分聽，因為我 panic 唔是因為迄個唔叫 panic， 唔是迄個歌互我 panic， 是因為邊啊錢啊錢我都 send 咗嘢咧。人家了來我都冇有掉嘛嗬，都會掉。因為經一開哦，呢個物件來嗰陣喎，因為伊人知哦。當叫我幫伊來哦。
frequency 啊，當記咩？我人有咧 frequency。伊這是 modern 嘅嘛 ，modern 嘅有可能未來。他被做應該是無安尼個哩 ，I think 伊聽到嘅是 Heart Sutra 來。頂住啊 ，normally 是梵文字。我頂住我綁嘅是 Sanskrit 啊，你冇聽到砰砰隻誒咩？你講啊，達到是我，達到是南西咩？而且迄時我是隻誒，我隻 Q 啊，個了唔記得，因為我隻 panic attack 去。因為我只坐伫我邊啊，甲了念來我邊，你是來要來聽，我是要來聽。哈，我就切驚啫，我無心理準備嘛，我驚着啫。哈，特別講。OK，講嘅經歷我還未對來變咧好件事，我聽一 episode 錄人是講嘅 Sanskrit 嘅嘛。哈，對，都是下一節咯，我講嘅是。一節咯，哈，就是一節咯。哈，咧我有陣時哦，我本是會聽了。我是我嘅安怎講啊？伊啊聽到嚟喎，哈啊聽到人是教我伊啊邊講 Sanskrit 嚟喎，然後我家己去 translate 嘅物件嚟喎，是一個 signal 係路面會曉嚟喎，哦，所以聽係明白曉，就是講，對，我會使假如講，伊是安怎講嘅本，伊是來 something like。哈學山啊，可能確卡那卡確山啊，確現在也確發山啊。呀，我驚，你自己確我驚。你是唔知講下面就係喎，特別嘅事咯。那是伊愛甲你溝通啊，你直頭是知伊嘅事呢愛講下面嘅。我唔知男仔有哦，所以你就明白，你就知講咩？你有試過 Google 伊講下咩哦？冇，你未 Google 哦，because the information 是 go through，即係嚇。哦，因為蝦米說，伊個我人唔知是天文那是蝦米是 Sanskrit， 那是蝦米唔知，因為伊來嘅時候是。安怎講啊？你個風嘅下來下學讀先嘅，因來啊看啊慢啊，耶，你有冇見白啦？得，然後老細，我回路啊，他們說我係聽到嘅大悲咒嘅，特別panic我是未panic，特別我是感覺哦，嗰個磁場啊，你身邊嘅磁場啊，我係磁場好啊panic。嚇，唔是喺你搭鼻做好啊病你。對，我是好嘅磁場哦，做掉啊，哦，是唔是？荷蘭狼啊，就冇嚟 The Matrix 啊，The Matrix 對，我差唔多喺拔多啲舊衣落去嘅，我個人喺舊衣拔落去嘅，啊，呢個感覺是哦，我係超是拎嘅，是笑嘅，呢位卡，交我係保護啊！你劍頭，對，劍頭是拎嘅啫喎，想真最人驗我嘅劍頭，驗我嘅頭。哈，是南西是講嘅，就是人哋講，伊講伊是強調，伊唔是伊搭配做是，伊感覺到好像只一把你 presence 嚟嘅，伊玩嘅辛苦嘅，你知道？真正我幹了數日來嚇。對，而家冇寫咁價，做咗勾就喎。哦，等陣我對面有乜妹，我唔是撥教啦，特別，我唔是撥教啦，特別我乜妹撥教啊，都快咯，我屌啊！但我咪看到嘅變成咗，我唔是撥教人，特別我咪妹看你打鼻咗啊，撥是撥教嗎？你打鼻咒是可能聽啦，成日 peaceful， 然後打鼻咒是係咪用啊？是打鼻咒是伊個話是 great compassion mantra。打鼻咒是係觀音嘅，伊個 mantra 咧 actually if you understand 伊個 mantra 咧，伊是 helping people 係伊真你聽啦，伊是只 set 嘅 story 裏邊嘅，伊 Sanskrit。I think 伊聽到應該是 Heart Sutra，because 只個點聲 in Buddhism 點聲 and especially on Memorial Day 是上個清明點聲咧，師傅個就是念 Heart Sutra。
哦，佢變咗未嗰啲嘢，你聽啦未嗰啲，哈蘇抓是真正堅嘅。特別伊就是講伊聽，唔是伊聽嗰啲你知，伊是聽咧，是伊 feel 到伊嘅，把你就是講我做我是每做咩事講伊嘅，要根本再講即係特別就是下面 benefit 啦，所以伊就是伊哋係咧垃圾嘅物件，佢有死氣嘅物件，有啲人伊 attract 到佢哋。當我放到，特別做冇冚起啦，可能咱會只一人來聽，紅音變得學嘅 subscriber 幾多時？好啦，未歹啦 ，contribute merit 學人嘛，人試啊，OK，所以我知啊，我捌聽過啊，你講緊我捌聽過啊，有時講人有人寫，啲人寫講，按照我冚起話，你冇會聽到啊？我聽到。冇聽到，我聽到，我聽到啊，係啊，有影我淡薄冇聽到，冇，我 come all the way down，or maybe 是我聽到啊，聽到係咪？我聽到你打鼻做，我聽到，我人是冇聽到。你聽嘢款呀？I think 何止我夾起來騙阿 John 哦，我應該是夾起來騙 John。死啦，直接講好死啦，夠驚。我冇看到啊，可以驚。好死啊 ，John，搞 USL in the USA style。你聽到北州等於我冇聽到，等於是來觀音來。我就好啦，我是觀音啦，我變做咧楊紫瓊啊咧 Michelle Yeoh 啊做咧 ABC 啊 ，American Born Chinese 做觀音。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 ，OK， 做觀音嘅迄個。OK， 我少聽到，特別我有懷疑是 because 我懷疑是我係 mix，maybe 我係 mix。我 mix 就是我耳伊被吸我 volume 有啲冚過了我耳我個聽到伊嘅呢個，畢竟我 stop。反正你頭冚電咧，個聽到就是好寫啊！誒，等陣我 stop 嘅 video 啊！係冇，stop 嘅 video 冇啊！誒，咧我看到我看到一個人是 check 講是 frequency 嘅掠到，但係哦，冇可能是一邊半暝三按怎講啊？半暝。有人開打俾做嘅嘛？我你是話寫嘅，我是講我知道我啲話寫係是，我伊是不是就走出來啦？是 Christian 嘅，like 伊唔是 hymn 是咧 modern 嘅 Christian 嘅歌。哦，就 worship 嘅那個歌 ，Christian worship 嘅歌。我within 啊幾嗱秒嗱都冇嘅。哦，你係幾樣咩哦？特別我係冇嘅。一棒的，特別棒的哦。然後一個刷，你有聽到安尼啊？你講無明白？有嚇，刷，所以佢哋嗰時你啲燒掉 somewhere，有啲人會用掉所有嘅 AV equipment 嘅上面啊，所以燒掉。可能。但係啲垃圾有感覺到，後面我那是我嘅經驗啊，即係經驗。我是垃圾講偏就是愛勁咧嗬，是你講 frequency，了我人嘅馬來西亞無一個台是咁勁嘅。我是講 maybe AV system 有人是樣成個做 event 啊 wireless mic 啊嗰啲物件。我就係啲按照講啊，有人嘅厝啊，有咧細嘅亮鏡啊嘛，特別細嘅亮鏡。應該唔是用 frequency 嚟喎，唔是用 frequency， 內邊自己 keep on play 嚟嘛。呢個是 recording 嚟嘛？咁咯。我講佢哋人，哎呦，你講完就紅旗俾人奪先啊！電話打牌。哇！我是講我 maybe 是就係人嚟 ，maybe 有啥，唔是啱啦 ，maybe 人實多處還是樣。transmit 嗰陣時啊 ，transmit 成日講做 wireless 嘅，對，都好累，即 radio pick up 對，可能本啊，可能本。因為我問啊，即個港府家，你只第擺我看到你啊，嗬，你冇去嘅喎，你來只第擺啊，就冇去嘅喎。哦，是啊，last month 咧，我接嚟了，第二單我接嚟，是哦，我聽你是唔是聽到鬼啊驚？
冇啦，伊樣攏也袂講幾個，所以我落 out 咧，我 rest 咗做面嘅，變到困去，困咗嘛actually 我到落 in 呢時quite 濟 story。OK，嚇，來。嚇，OK。都冇佢人講啊，冇佢 camera。唔係啦，歹勢啦。個歹勢。我到邊講嘅。嚇 ，OK，講。嚇 ，OK。所以呢是一個 short。start off with warm up 學生啦，個 warm up 學生啊，所以即係是啲我大位咯，所以讓有嘅就係講哦，都大上一個啦，OK，所以定住我有拄到一個 uncle，你唔是等陣啊 ，sorry 啦，你只顧無對嚟，所以你聽到時，我記得講你搬去一個 unit 嘛，對，OK 啊，即係 OK 啊，冇事啊。OK，所以你搬到對去啊，你我記得搬去你唔知是裝修啊，啥物嚇？對，冇事啊 ，OK 啊。OK，嚇，所以我大一邊嘅是有一個 uncle， 所以 uncle 是大正久嘅一邊，伊是講古早這邊嘅 unit 嘅了，伊是嘅嚟啥做迄個啥resort 安尼款嘅嘛，對，可能睡 weekend 安尼款，嚇。貴了，伊人家 open up for 人買來，啥講來大 resident。So that time，伊買是你that time 是馬路甲開呢，所以正少人大咯，出邊掉。So maybe 貴嘅 block 啦，幾十間啦，家是2-3人大呢啦，貴 block 啦。即係坑啦，嚇 ，so that day 我拄好。我寫了位bài，了伊 uncle 一bài對來，了都甲我講，我都問佢，我講誒，你大一邊真久啊，你聽過蝦米故事喎？了嚇，我 just roughly 問啦，伊講故事啊，有啊，伊講所以甲我講，伊講你知我古早搬入來是伊家伊囝2人大呢咋？伊家伊囝2人，所以伊囝不是 maybe 一個。That time 是一個 maybe 20幾歲嘅那款咯，所以伊隻 uncle 是一個50至60歲嘅那款啦。你講一般來時哦，伊講古早哦，伊規個 block，伊個 floor 伊大4樓，伊講，所以伊規個4樓，嗰度是無人大嘅，伊一間嘅啦。所以伊講嚇，but 伊是講伊無去想講哇嗰啲啊啲嘢，伊是想講嚇，真正嘅真爽無人吵亂嘅，所以嚇。特別你講，伊 after 大，伊頭搬出來 ，after 大個幾個禮拜咧，款嘅伊講伊 start 到奇怪，就是講伊困啊半暝哩，伊個3點咧，款嘅有人來敲伊大門喎。Yeah shit。嚇，所以伊頭是想講是 security 嘅，因為伊講古早大 block 哩是有一個 security 嘅，係啲 ground floor 位成個過 each block 啦，所以。一聽到人敲門，一開門無人喎。Then 伊個 unit 咧是 in the middle 咯，喺中央嘅位，4樓中央。伊隻開門是看講可能是有人佚佗啥物啦。特別咧伊變咗成日講一禮拜 maybe 3日4日安尼款啦，來到3點也等住人來敲門啊。伊就問伊囝，伊講你有聽到？伊囝講有，伊囝大字房嘅位哩是真正挖迄個大門位。伊囝問講伊有聽到啦。了 OK， 伊人嘛準備咯，伊人講唔知住來吵亂啦，是唔知是唔是幾個物件啦。了因老闆呢就有一暝哩就等咯，伊坐了老闆咪困啊，了伊每朝冚，了正式來到3點出安尼款嚟講嚇。正式有人來敲門啦，伊講伊莫管你，伊照互伊敲，伊講 continue 有敲喎，伊人就走去門，伊開門咯，開門嘅看無物件啦，看無物件，本無聽到人走啦，伊講是一頭開個了門啦，伊無鎖啦，伊講是無可能是有人嘅，走無可能走嘅快，嚇，無可能走嘅快講within 2 seconds 你會走嘅呢回避嘛，嚇，所以過咗去到啦，伊講啦嚇，伊間慢慢煮來煮少，了都無事嘅。嚇，所以伊講古早。哎呦，天光嚇，我可以佢哋面所謂 food 尋到未嚟啊。嚇，所以這是 warm up 嚟咯，warm up 嚟啦。OK，所以當然我是講。咁你講是3點後，你講
伊講咩事？朝3點，嚇3點，後尾數愛梅林西啊，亂滾啊，講後尾數3點，因為頂佢只冇講呢，係咩？頂佢只冇講3點到特別，你知唔知會聽對？你我被綁過啊！我把你夾綁，last week 把我夾綁，3點到4點。但所以我講3-4點嘅幾就是因為伊是人講 witching hour 3-4點嘅幾來。哦，因為我有一個 friend 住關島啲即個馬尾嘟後尾會真係關島嘅嘛，嚇，因伊住喺邊嘅啦。伊本講嘅伊樓下真係迄個山溝嘅嘛，伊講嚟個3點幾啊，加半里，蛇刀啦，伊講嚇，伊隔了會半里。屌 ，Oh my god！ 我冇幾慘。伊講。因為講古一刀是第一個理上面，伊講伊家己搞本車起來要分離咋，對了樣分離咋。哇！伊講迄暝啦，一頭未困到早起咋，頭驚個。嚇，所以我們奇怪咯，蝦米數that means 是 different story 啦 ，different 嘅無相人本來，因為本是講3點。是因為我當時想起我個到啲定到到啲，我在到吉隆坡人在就叫人硬幣叫垃圾沒有？嚇！我差啲聽講就係嚇，所以伊個點聲嗬，滿是3點啊4點落對聽，伊個本伊搞冇 actually 伊是我唔知講2點個4點喎，伊是講伊攞刀就冇攞刀啊，佢講。哦。我未記係咩啊？就我睇到假鈔先。哦，我係做兩個口假鈔。OK，所當今年我諗起。等，before 你講嗰時，我俾可能靠係接面嘅，這是 commercial break。這是喂，這是米有個一聲 hot dog 是你 Polish sausage 是咩唔知？我看到啥叉燒呢款？嚇，啲生叉燒，我咪燒叉燒嗰啲呢？好了，我係去飲嘢啫。個輪外啊，包嗰啲呢？你係死人，你嚟大一邊大一。no， 幫你啊，做人多樣嘢嗰啲呢？阿俊，我係變 V 話我有自閉。OK，等陣，至於我是咩 ？OK，來，你講對講福建，我會接啊，我 mute 啊，我會接。所以當我講起嚟咩嘢啦嚇，so one last month 呢，你成日揾食 dinner 就 appetizer 同 main course 啊。但我講咧 appetizer 但講 main course 是嚟。main course 啊，所以 one last month 我過去找我一個朋友，我這個朋友呢是啲一個 island，啲人馬來西亞一邊真細 island 嚟㗎，啲 island 是啲 Perak 嗰邊嘅，所以 I think 我們講亂夾唔知 which island 咧，一隻細 island 嚟，伊是 originate 是伊是嗰邊嘅人 ，then 伊是啲邊出事大漢，然後當係啲邊做生意，然後我過去嗰邊找伊咯，所以that night last night 啦，我住喺邊攞咩？冇一咩事啊！我記講你假如個 friend 過嚟我嘅房間，然後我啉酒我講話，所以我每伊 experience 啊，因為伊有講過也甲我 share，所以伊甲我講真正 detail 物件個了咯。OK，所以伊即間人呢伊即個 island 內邊啊，伊古早是真正無類啊，是真係迄種甘榜嘅人，因為20幾年前啦，即個 island 無發展嘅時候，伊規個mostly 是 jungle 嚟㗎，所以伊樣迄邊大甘榜真係無類嘛。So that time 呢tourism to start 慢做起咯，即個 island， 所以當即個 island 有路啊，然後變到成個 something 嚟成個人教醫嚟嗰陣時講伊較細粒啦，較細粒嘅 island 啦，所以伊即粒 island 係伊別話 surrounding 嘅，伊個係細粒，真係細 island 嘅嘛，細 island 嘅嘛，所以我朋友呢都古早真係無類啊，然後伊個咪 call 伊咪 call 伊嘅家庭嘛，伊都講 OK， 我一人來。try to survive 咯，對。嗱，一除咗這粒 island 啦，一除咗這粒 island，一度講 OK，這粒 island 我愛
做 something 啦，啥講做一個生意，細生意，我 maybe 去一個本島，有賣水啊，賣安尼款嘅物件啦。所以伊個 island 規個 island 是 raw，愛扣愛做嗰啲物件。你安尼必得啦，無人做者啦。對 ，totally 是無人嘅，伊是這 island 本是無 nobody，是你是 consider 是 under 人 Malaysia government 嘅咯，特別伊 island 真點呢。人是 just 去行，要行伊個 beach，安尼款就是坐有段船過來咧。所以伊個 dream 就是講，伊愛巴島愛 base 頂上班，愛載人過去看迄個 island，了伊會使賣物件，即係邊賣水啊，賣淡薄 snack 嘅，了互人啲邊relax 啊，過咗轉來迄個 the main island 咯。然後迄個 island 真細粒咯 ，as what I mentioned 嘅，真細粒。So 伊 before 伊做這物件時咧，伊本快搞啦，伊去找迄邊嘅一個保姆啦，伊找一個保姆，因為伊問伊保姆，講這粒 island OK 哦，清氣。伊個保姆佢講係哦，這粒 island 你咪亂做物件，你愛嚟講係哦，伊講你要minta izin啊，就係甲伊人permission，對，所以伊保姆講你交對我安尼款做，所以伊就互伊7張我比。你聲對者，不啲。就你講佢，你講同埋講你聲對者，我聽唔到，唔知係咪7張係咪？嚇！一7張成個香那款啊！我要學伊啊！你保姆學伊。對，伊學伊7張。แล้ว伊保姆講係哦，即個7張係哦，你擺in成個一個唔是circle本啊，啥一個 C shape 啦，一個 C shape。แล้ว伊講叫伊擺一個 C shape 係哦，แล้ว叫伊徛還是坐了in the center of 迄個 C shape 咯。OK，แล้ว伊講伊解一個啥一個 prayer 安尼款啊係哦，伊講你做這 prayer 係哦，伊講係哦 ，then 你甲迄邊嘅人傾講你愛安怎做，แล้ว攏啥做一個 agreement 安尼款啊。所以伊講 OK 咯，伊嘛照做咯。伊講伊去到迄個 island that night，伊就擺佇迄個beach 位，所以 beach 暗甲看無物件嘛，伊擺7張啊，1點咯。伊講1點啊。要甲伊講 certain time 要家去做啥物？無，伊 just 甲伊講暗暝，你 just 暗暝過去。แล้ว伊擺啊，迄支啥香嚟款係哦。แล้ว伊香是啥真點嘅嘛，所以你看到淡薄近安尼款嘅嘛。伊講伊就講了迄個 prayer 哦，伊會 feel 到講嘅哦，啥個奇怪，真正奇怪 feeling 啦。特別伊講伊看個清楚啦，伊看到真正濟人徛了佇迄個位啊，迄個 beach 位啊，嚇。伊講迄個七支香係哦，伊會可以真正關，無真無關，真無暗特別伊講加減。對，特別伊講伊會看到真濟人徛佇迄邊，啥看到伊徛了迄邊看到伊，所以伊講 that time 伊講我問伊我講你驚，伊講最嘅袂驚，伊講對，特別伊講我驚本無辦法，伊講蝦米事啊？伊講我無辦法，伊講我無 any other way 啦，我無鐳，了 desperate 啦，講你就要找 income 咯，真正 desperate，嚇，伊講我無鐳，伊講死就死啊，無辦法了，因為真 desperate 啦，所以伊啲邊呢，伊就好好甲人講咯。你係咪先？我 music 啦，我 music 嚟嘅。OK。幫啊你借啊，而家嚟講係咪先？伊甲人講我，伊甲人好好講我講，我真係無鐳，我 just 愛趁錢爾。你講 explain 你 intention 同人聽啦嚇。แล้ว個尾伊講呢，我別嚟炒亂你啦，แล้ว亂唔買炒亂我好好啲邊趁錢爾。แล้ว伊樣嘅 agreement 就是講呢，伊講 OK，迄個 beach 位哦 ，that means the beach front 位哦，伊講我起一個半島，我係啲邊大，แล้ว我係邊賣物件，特別伊講。我會扣清氣這個 island， 我袂講互迄個 tourist 啊，係咪亂做點心吧？我會過一位好好，了伊個 agreement 就是講呢，迄個 island 後尾是啥嘅減啥 jungle 安尼款嘅嘛。伊講後尾呢，我無去咯。So that means 伊是做成呢啲the beach front 頭前嘅咯，有一個 beach 嘛。嚇，伊講我係迄邊起一個半島，我係啲邊半，我就。So after 講了呢，就
无了呀，迄个一看到迄个人，我是伊 presence， 係 feel 到有人徛在邊啊，你走起來啦，係咪？嚇，咁了無了，所以that means 是啥 ？OK 咯 ，that means 是啥？伊人 agree 係咪啊？有一個 agreement 咯，嚇，有一個 agreement 咯，所以伊就 start to keep 按照講去扣迄個茶迄個物件，咁伊無類別嘛。無類別，伊去扣啊！伊真係去扣啥人掂出來 furniture 啊，係咪啊？伊家咧茶，伊起一個搬到細細咧，但伊 start to 啲變大咗，然後伊就看線，然後啥迄個 generator 係咪嘅啦？伊就慢慢少類別，伊嗰陣無類時咧，伊是到咧啥面倒嘅火嘅嚟講，拍煤火嘅嚟講，然後啱啱就是啲變困嘅咋，所以有一暝啦，伊講發生啥物事啊？伊講伊困嘅哦，然後落。真正大雨，落真正大雨哦！伊講伊就請起來咯，請起來啊！到尾伊去下步啊，係咪咯？冚伊搬到冚好時啊！哦，伊看出去外口嘅時候，伊講迄個 jungle 內面啊，伊看到一個人，就成日驚了出來，成日講愛避雨咁樣驚了，驚真緊驚了出來啦，驚，到尾伊本無去想迄個物件啦，然後伊講。伊即個人呢，就入徛佇伊搬到外口，然後問伊，甲伊講我會使入來休息者，佢講話掉，嚇，然後伊講 OK 咯，伊講你入來，所以伊入來後，伊人就坐了 ，then 就 start 掃糞機咋，打波誒。伊講個50歲安尼款，50幾歲安尼款啦，無講真老，無講真少年呢種咯。所以講伊坐了，that time 伊講伊會記哩是2點幾早起，about 2 o'clock to 2:15，伊講安尼款啦。你講伊坐了，伊本無講真係去嫌棄蝦米物件咯。伊講伊看到明明是一個人嘅嘛，然後伊講坐了，然後伊講伊人掃糞機啊，就問伊生理好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ว่ะรู้จะเป็นรู้จะหลังตัวรู้บ่驚咩係咪啥解講話㗎แล้ว伊就講到最上話伊講我驚本無用伊講因為我無鐳แล้ว我別嚇伊講แล้ว伊講這人有奇怪係咩啊伊講這人有對這個 area 啦伊講 that means surrounding 嘅 island 啊有一粒大粒嘅 island 加了伊講真識伊 history 咋伊講伊會講起古早 World War II 嘅時是發生蝦米事，แล้ว伊用這個蝦米 island 到這 island嘅來大死嘅人蝦米，伊講伊這個人真正識咗喎，伊成日講伊會知古早嘅歷史，咁了伊講伊就實奇怪啊，伊講按怎這個人看了無講真老，特別伊安尼識安尼講嘅物件，特別 OK， 伊唔買梅子。嫌疑特別伊本買梅安尼濟，所以講了哦，伊講4點半早起嘅時，我有冇困到啊？樣子安尼拍角3晚呢？對，規暝講話講2點幾鐘，然後伊講4點幾嘅時你就無安尼大雨了，然後即刻人你就甲伊講OK 啦，雨停了，我本愛接到轉去。我係 camp 裏邊咧，伊講伊 camp 啦，因為我係接我短期我係 camp 裏邊咧，所以 OK 咯，伊嘛，我未記梅魯是馬來人定馬來華南啦是咩？華南人咧。哦，你朋友咪是馬來人啊？對。OK。所以到尾伊講 OK， 我係接我短期裏邊咧，伊嘛甲伊講沙拉嘛，係咪咁樣就走咯？所以乜在早起嘅時，我係這 friend 咧哦，伊古早咧。伊有一個啥，伊毋知伊家己人啊，啥物，伊 everyday 伊會過來這 island，啥鬥下手伊咯，啥講捡物件，係咪咁了？伊會鬥下手伊啦。所以伊就問伊之前伊個 friend 啊，因為伊個 friend 有鬥下手伊教阮嘅嘛，伊問 friend 啊，伊講蝦米事後尾位啊，伊講你何一個人伊來 camping， 伊講嚇，因為伊講蝦米事你何來這邊 camping， 伊講袂使咯咋，後尾袂使去嘅咋。伊問伊 friend 啊，伊 friend 就頭家講啊，伊講無人啊，伊講我過嘅時就無人啊，哪會有人？Then OK， 因為蝦米事咧，伊樣 anybody 愛接觸迄個 island 啊 ，because 迄個 island 真正細嘅嘛，係我講，所以伊樣啲迄個big front 嘅位置，起迄個半島伊是啲邊大嘅嘛，所以最愛接觸迄個 island， 愛感覺是愛。坐船又好，落搭嘅時落愛行過又好，
你等着鬼以为啊，伊讲伊规日等了啦，互看迄个人出来哦。伊讲一等啊，迄个人是永远是无出来了的。哦。So that means he realize 講，迄個 actually 唔是人誒，是真是大內面 one of 內面迄個物件嚟咯。特別伊講，伊大呢鼓迄邊啦，伊講啦嚇，對，伊有聽到聲有蝦米個啦，特別伊講伊無驚誒喎，唔知咩事，伊講伊袂驚誒喎。哦。嚇 ，so 這個是一個 story 哦，然後伊 actually 真係一個 story 個 interrelated 嘅啊。咁樣是 interrelated 嘅嚇，so OK，so 這個 story 是 about 這個 island 咯，對唔？so 這個 island，so 一啲這個 island 哟，伊有個 story 哟，我唔知啦，我聽，我唔是講無相信吧，有個啥，我感覺就講，誒，有影有安尼款咯，你知道？But anyway，我 just 聽咯。OK，so 一啲這 island 係啥？我甲你講嘛，伊真無類。對，伊大隻 island， 所以伊講 sometimes 哦，伊無類甲蝦米啊，伊就醒類哦，伊根本買食 dinner 噶，無 dinner 食，伊直接可能食一餐嘅那款啦。所以伊講伊有一暝是你哦，伊起好伊搬落個了你哦，真暗嘅啦。伊講暗甲一頭是春迄個月鳥嘅照落來啊，月鳥係光嘅，嚇。光是真正暗咧，是講月鳥照來看到淡薄安尼款嘢咯。So that night 哦。伊講伊是枵甲真正枵啊咋，特別佫袂去買物件食嘛，係哦。所以伊就講，伊啲迄個 island 嘅時哩，伊就即細聲講咯。伊講哎呦，伊啥淡薄啥，伊毋是 complain 啦，伊啥講哎呦，介枵呢，我規日無食，介枵呢，然後佫無鐳食，因為講啊，講啊無夠一下哦，maybe 無夠10 minutes 安尼款樣。伊講伊看到一頂船。成日有人過迄個船啊，慢慢過，入來迄個 island 啊。特別伊講伊奇怪咩？伊講迄種嘅船啊，唔是成日迄種新型嘅船，伊講迄個船是真正古早嘅船嚟咋。嚇，所以伊講伊一直看到伊嘅迄個月鳥照啦，伊講看到成船慢慢來到伊嘅迄個伊嘅 shore 咯，伊嘅海邊位咯。然後哦，即個人嘅哦。都夾一包飯，然後啲包飯裏邊哦，伊講嘅哦，伊唔是用玻璃包，伊唔是用 plastic 包嘅，伊講伊即個飯哦，伊是用蝦米啊？豆碗伊用豆碗嘅打板，我唔知係咩啦。伊講用豆碗打板包嘅，包飯啦，嚇。所以伊講即個人呢？哦，我知，我覺得嚇。你海基邊啊，大曉樣叫蝦米啊？人學嘅話叫做咩波誒？蝦米波？大曉波啊？哦，我唔知哦，我會記伊個字，我是有寫起我phone嚟。伊講嚇，因為伊講迄包飯哦，伊講伊是夾一個豆個大板。包水幾包，伊講伊人就會搞我迄包飯時啦。伊講啊，伊味到伊個咖喱嗰真正香嘅，講真正，哇！伊講伊就真歡喜㗎。伊講thank you，你伊問伊人嘅，伊講你蝦米事你夾一包飯啊？我伊人就講啊，伊講哦無啦，我人有做肯杜瑞，所嘟好嚇，伊講嘟好是在講你這邊有一人大嘛夾一包你咯。所以特別咧，伊講這個人嘅，我甲伊講嘅，你這包飯你慢慢食，特別你食了咧哦，你嘅迄個豆個大板樣，你袂使下角啊，伊甲伊講jangan buang啊。哦。然後甲伊講，你嘅迄個豆樣，你 just 下 somewhere，你下了好好係啊，你就伊安尼樣甲伊講啦。所以伊就。伊加減載是迄個物件咯，伊加減載咯，係哦。然後伊就哇，介歡喜呢！講哇，伊講真正好食啦！食幾包飯食了哦，食了伊講伊個迄個豆呢，伊就去洗清氣個了好時啊！要放了外口伊搬到放了咯。伊講一入去伊個搬到係無夠濟呢，伊個迄個豆個大板就頭無嘢啦。無啊哦，伊讀出去看哦，迄隻上班啦，頭無嘅啦，所以伊講你想看啦，伊講啦，我入去less than 5 minutes 啦，伊講我加減啦，愛看啦，單調是過會看到迄個船 ，no matter 伊起咗遠遠啦，單調是看到嘅嘛，伊講無 totally 無，參加無輸去啦，所以講
这是one of the experience 咯。伊古早大哈，伊大迄个 island 真无类似咯。哈，所以这是 second incident 咯。Then 伊大边愛我6年講5年幾啦，係我6年。你成年有時講做成年嗰邊。對嚇，伊是講成日買汽水啊，係咪叫到啲邊咯？所以伊慢慢做啊，係伊講係誒有收入在哦。因為伊做啊有收到鐳咋，收到鐳啊，伊就OK 啊咯。Then 伊就start 一個夾一個生意，但係伊有 girlfriend， 伊有一個 girlfriend 啦。แล้วOK，so what happens 是伊個 plan 就是講伊啲 island 做咯。做劇嘅生意咯，伊個 girlfriend 呢就一開嘅一打，和伊 girlfriend 啲 beachfront 入邊，去賣啥小販去賣水啊，去賣啊，嗰啲物件咯。Then that time 呢就是quite developed 咯 ，that means 政府做有路啊，係咪物件，然後做好事啊咋。Then 伊迄個伊即個 island 呢哦，伊條路呢度有一排嘅了是番仔之愛咯，特別是有水啊、賣水啊、賣椰水啊、賣蝦米嘅了 soft drink 啊，了有那些啦嘛，有一排嘅那款物件之愛啦。Then 伊講，伊是 one of the first one 嘛，that start 做嘅嘛，即係，所以伊生意都 quite 好咋。When 伊生意好嘅時候，伊人就 start 來慢上開 gas star 第一邊，真係過一間個開 star，安尼款嚇，都變到哇！變幾排嘅咯，有人想比較，所以拜年啦，伊是頭一個人去嗰邊做生意啦。OK， 對，因為伊是迄邊嘅 local 嚟，伊是呢邊出世，伊無離開過迄個 island 過㗎。嚇，แล้วOK， 所以伊就開 star 和伊個 friend 講嘛，伊迄個the main island 嚟伊講，即係伊大 island 嚟啦，唔是伊去嗰邊做生意。對嚇，伊嘅代表是 the island 個大 island 啦，個濟人嘅啦嚇，濟人有車有係咪嘅啦？因為伊當年個機器喺個 island still 是伊個機器人做呢，伊較細粒 island， 伊一人做呢。OK， 伊這人呢，伊這間人呢是 actually I mean OK 啦，咱唔是講類似什麼啦。although 伊唔是 Chinese， 特別呢伊真係 good 啦，伊是 good 啦㗎哦。我看了我家己唔係死啊，伊會做工七日嘅咋，伊真係做工七日，伊會早對，伊會早起做到暗暝，愛我半暝，然後伊會講困5點鐘醒，嘛就早起去做工，9日啦。但伊當今呢是我算伊是 quite successful 啦 ，because 伊樣迄邊伊 deal 裡面嘅幹料是用 cash 啊。伊買車買幹料是用 cash 嘅咧，嚇，所以對我嚟講，我是感覺就是 successful 咯，quite successful 咯。所以 OK， 伊嘅 story 就是講咧，伊開 star 嘛 ，then 伊隔壁嘅哦，甲伊賣上嘅物件咋，伊即是 girlfriend 講下就係打啦，對嚇，伊 girlfriend 講嘅，要特別呢哦，伊生意好哦，真好哦，伊生意真係好啦，隔壁呢就快輸咋，伊生意快輸了，伊人就 start 到啥 jealous 啊嘛，袂爽啊嘛，袂爽啊呢 ，then 隔壁一個呢就做啲物件咯 ，that means 做物件啥物？成講可以講頭啥物嗬？對嚇，所以伊做嘅講頭呢就是啥物啦，就是講。因為飼晒啲龜啊，你嗰啲物件嘛，飼龜件都係哦，嚇，所以 OK 頭一個 incident 就是呢個，伊講伊真係奇怪，蝦米事啦？因為伊大粒嘅 island 嘛，伊家個 friend 大嘛，OK， evening 伊橋好伊迄粒 island 細粒嘅哦，伊嘛只有啲轉過來大粒 island 咯，伊講伊只過來大粒 island 嘅哦。啊是，伊 sometimes 伊 help out， 伊無講搭隻過去咧細粒 island 嘛，所以伊迄個伊個 girlfriend 嘅 story 上兜下去，伊 girlfriend 嘅，伊脾氣真係歹咋。伊 girlfriend 冇講，伊講很多，伊講伊捌伊安尼幾年啦，伊講伊會講頭家愛拍 girlfriend，啥講大聲講伊啊，伊講伊都唔是伊嘅咋，因為伊人真係 relax， 真係無脾氣迄種嘅咋。特別呢哦。伊干那做工嘅時，伊安尼款嘢就，了伊對個厝嘅哦，都 OK 咧咋，伊白白對厝嘅時 OK 嘅咋。
特別啲奇怪係咩啦？一直係過咗對去迄個 island 嘅，伊講嘅，伊會 feel 到伊個人心清氣啦，一直係過咗對過來大粒 island 時哦，嚇，伊度背傷啊，伊有當時會講條 high fever 啊，條係嘛，乜物件啦，特別一直係過咗對去細粒 island 嘅哦，無事啊啦，所以伊嘅 theory 就是講應該是啦，伊講有一個 theory 就是講伊嘅隔壁，伊嘅即係伊嘅 store next to 伊嘅，competitor 一嘅物件係哦，嚇，一嘅物件係哦，差亂 ，not as strong 嚇 ，not as strong as 迄個 island，因為 island 嘅真濟嘛，你講 island 咧一般大家迄邊三家樣本，識起，哦樣本嚇嘅樣本啥有啥，小膠個，了啦，嚇有個伊咯啥講，因為迄個 island 伊貴也好，係咪哦樣本別使亂做接嘅嘛，接單條牌嘛，因為迄個 island 是 belongs to 樣一個 group 嘅嘛，所以伊講伊去到迄個 island 伊就真peaceful咧，一直對個來哦，大 island 是伊就來啊，無爽嘅，嚇，所以有一日嘅時咧，what happen 啊 ？OK， 伊有一日嘅時咧真好笑，伊對個厝啊哦，伊就發爛渣啦，伊就掂物件啦，殺生地嘅了啦，了伊個 girlfriend 就嫌疑嘅咯，伊個 girlfriend 就問伊問伊講恩高下巴，伊問伊咋，你是嘴嚇，了伊問伊講恩高下巴，伊買應伊啊，伊敢若看了伊，了伊就殺收魂機啊，伊個 girlfriend 就頭掠伊講，你甲我坐咯。伊 girlfriend 真夾嘅啊！伊 girlfriend 是無驚啫 ，totally 無驚這物件啦。伊 girlfriend 頭坐啊，攞肯白白坐了收魂機啦。哎呦，伊講該先幫該配。嚇，伊講你甲我坐咯。了，伊 girlfriend suspect 誒，伊 suspect 講，安怎我 boyfriend 有當時安有當時 unless 伊起笑咯，伊是笑，但係伊 boyfriend 就無 show any sign of 笑嘛。So one night 是伊講伊坐了，伊問伊，特別哩哦。伊個 boyfriend suddenly 甲伊講Indonesia 嘅啥個一種困難嘅話，了伊都無 understand 嘛，伊都無講真正，伊加減知，特別伊無講真正 understand。Then 咧哦，講咧哦，真好笑係咩啦？伊 girlfriend 都甲伊個 boyfriend 講，但係接線啊嘛，伊甲伊講嘅，伊講嘅哦，我本加減知講，你嘅主人是最。你當今甲我對去甲女主人講嘅哦，咪做安尼這物件，對啊，甲伊講啦。แล้ว伊講我知啦，我知你是最佢叫你嚟，伊嘅先咧嚇。伊講，所以伊就我伊個 friend 會 suspect 講是伊 competitor 邊嘅打團。對，因為我甲你講啊嘛，迄個 island 真正細，所以最有做這物件，了樣加減會知，樣會知了 among themselves 嘅嘛嚇，所以伊個 friend 就甲伊講，你當今甲我對，你咪做安尼這物件，因為我人無害着你，我無驚你係咪個了啦？了過了嘅哦，伊 boyfriend 就請啦，伊 boyfriend 請就成個 OK 咯，無事咯。所以這裡是 one incident。伊就冇甲伊講喎，伊就冇甲伊個 friend 講。哦 ，OK。伊有甲伊講，你知淡仔發生咩事？你知唔知？你淡仔資料甲講話成估係咪嘅啦？伊 boyfriend 講唔知啦。แล้ว伊個 girlfriend 又本是怪嘅啦，伊 girlfriend 就頭講了壞事哦。伊 girlfriend 頭去幫伊成講去幫伊卡腿啦，但係嘛，幫伊卡腿啊。伊迄個物件啲裏邊伊有出排手走啊，甲伊講你問幫我。真好笑誒！咧伊講伊個條弟係創地嘅，個條弟去幫伊。我俾我一個 friend， 佢講買幫我嚇，俾我一個 friend 嚇，it really 是真病，我 feel 到伊真病。So 這裡是one incident 咯 ，so fail 咯，so 伊個物件就走咯，對佢 owner 就伊走咯。Then 過咗一站啦，過咗一站了，伊個 girlfriend 有一日。真早起嘅時，讓愛去保會嘛。保會嚟講嘅哦，啲迄個 island 呢是有一間較大間淡薄嘅grocery 嘅啥位咯，才好你保會安尼講物件咯。something like example， 伊是一間真正大間嘅 mini market， 安尼款嘅 size 爾咋。所以伊個 girlfriend 呢就早起，伊講我死本會記嘅，講因為迄間 grocery shop 係哦，
離開 from 伊人嘅厝啦，是一個伊講 drive 花車嘅 distance 是一個3 minute 嘅，所以伊講伊特地伊4本會記啊，伊講伊準8:50早起到迄個 grocery 嘅店外口8:50，你係講迄個 grocery 哦，未開個9點開嘅，所以伊個 girlfriend 就坐喺車內邊聽歌，了開了會講坐了車內邊咯，伊講。有一個 auntie 嘅 uncle 本是愛來買物件，佇迄個 grocery 嘅店，特別無開過嘛。auntie 嘅 uncle 就徛佇店外口等伊開咯，對。Then 伊講伊看到 auntie uncle 就出來等啊嘛。That time 是 maybe 係個8:56、57分安尼看到咯。嚇，伊就落車啦。伊落車了，伊就訂開門咯，鎖門咯。伊講伊奇怪是迄個 auntie 哦。看了伊車內邊講奇怪，啥奇怪呢？規日看伊車後尾啥？直伊車啦。嚇，直安尼看到就了。伊until 伊落來了，伊甲迄個 auntie uncle 徛了，等了伊開門嘅時候，伊 auntie 個規日看入伊車啦，看。伊 auntie 就甲伊講，伊 auntie 是長人嘅，伊 auntie 就甲伊講，伊講阿哥啊，你是一人開車來哦。了，伊講是啊，我一人哦。了，auntie 甲伊講，我唔知阿咪甲你講。了，伊就 suspect，因為伊規日看 auntie，規日看伊車啦。伊講 auntie 你講，伊講當今早起日頭黃啦。伊講你講有蝦米物件，你只要講我無驚誒。了，個尾auntie 甲伊講，我就是看到你鎖車了，我當今甲confirm。愛問你嘅時候，伊講你真是無驚，伊講無驚，你講呢，auntie，伊講我準備了，auntie 手甲伊講哦，你車後尾有一個查某坐了。You shit！ 嚇，了伊特別伊看無啦，伊看尾無啊。OK， 所以伊無管，你甲 auntie 講 OK， 伊講我知啊 ，thank you， 了開啊咯，伊接去買物件，買物件，了下啲車係哦，一直。start engine 嘅係哦，伊頭啲車家己念啊啦。伊講我唔知你是唔是上人send 你過來嘅，還是你是愛蹲幫我嘅車呢？伊講特別啲，還是講你蹲幫我嘅車也好，你蝦米也好，伊講我教我嘅位置啦，你唔係互我知到，你個再對了啊。所以伊講，伊 just 安尼講特別，伊無看到物件，所以伊教伊嘅 store 是伊本落去啊，伊本無管呢，就伊只要鎖嘅車，伊本唔知whether後尾要對唔對啊？嚇，伊無管，所以 OK， 伊開打做 everything 做好事嘅了嘛。了過咗一站了，伊本無去插咯，即係屬於無插咯。OK， 伊無插了，伊嘅 boyfriend 哦，有當時。個會奇怪個，成日講殺生地啊，等陣有伊樣別我迄邊嘅，有飼一隻狗嘅啦，有飼一隻迄個 stray dog 啊，成日我特只可以食物件，變到伊隻狗變到嚟嚟樣嘅位，又變到成樣嘅狗安尼講叫，所以伊講伊嘅 boyfriend never 安尼講，伊 boyfriend 本快熟㗎迄隻狗，特別一日嘅，伊講嘅伊個 boyfriend 就頭真正起，伊個狗愛過來，伊 boyfriend 嘅時候，伊 boyfriend 頭真正起哄啊！頭養伊狗啊！甲伊講嘅愛拍死隻狗咋嚇？因為就係講來啊，個就係講伊講伊講應該是無好勢啊，無因為都無伊都無安尼講發生過嘛。OK， 所以伊加減 suspect 講伊個 boyfriend 加減無事啊。แล้ว第二項就是係咩呢？伊 boyfriend start to 掃無相嘅痕跡。無相票。start to 掉，伊掃嘅痕跡是迄個 Indonesia 嘅 brand 嘅。伊講較臭嘅，伊啥？伊被掃較重無相嘅。伊講伊 boyfriend 就 start 掃迄種我唔知係咪 brand， 應該是你啥咧咩烏當加ram啊，啥物迄種 Indonesia 嘅痕跡哦。然後伊就奇怪，伊講烏當加ram。烏當加ram啊，應該是 something like that啦。伊講伊就奇怪啊，因為伊本掃痕跡嘛。伊講伊嘅 boyfriend 唔是掃安尼款嘅痕跡嘛。所以OK，所以有一日嘅時，伊樣就講 OK，I rest 幾日，
要愛去 holiday 咯。So 讓羅肯度花車去根丁海倫。哎呀，講出來 sorry 啊。見到冇講得勁到啊。嚇，讓羅肯度去根丁又去 holiday 咯。伊講伊 boyfriend 就係搞丁邊嘅係哦。一頭發熱啦，樣一熱到頭迄種成個目睭紅嘅了，發熱成個 as if 嚟成個講。伊 boyfriend 真係袂爽，伊人 that day itself 啦，那咪起幾點鐘嘅啦，無大本啦，頭落來啦，一頭掉落來啊，then 伊 boyfriend 就講講，我真係無好勢啊，我愛對啊，then 就對來咯，對來隻 island 咯，對來隻 island 咧哦，貴啊，唔知攞三日呢咋，伊人冚大了 evening 應該是7點幾嘅咯。伊講伊 boyfriend 就 start 怪啊咋，伊 boyfriend 去北灣去邊有一個山海山坡啦。伊 boyfriend 去邊坐了係哦，แล้ว就點หุ่น機啊，就喺邊數。伊講伊 boyfriend 坐個真係奇怪款，伊 boyfriend 坐個真係跌咁坐了啦，數หุ่น機嚇。แล้วอีขอแล้วอีกองหลายแล้วอีกอง應該是來了所以就冚大了你阿妹啊嘛一過去一坐你 boyfriend 頭前一個在問對大 island 啊對大 island 一問伊 boyfriend 伊講你是最最แล้ว伊 boyfriend 講安怎你唔知安怎你唔知冇伊三問伊講 how do you know this is not him 啦，伊講我知，伊講我係啲 suspect 一站咧，講你唔是伊嚟，แล้ว即間人答伊嘅哦，佢講伊是一個查甫嘅，伊嘅 boyfriend 講啦，我是一個查甫，แล้ว伊講話 again 是講 Indonesia 嘅話，嚇 Indonesia 嘅話，แล้ว一落數分機，然後一數分機啊哦，แล้ว伊一個查甫佢講嘅哦。伊講頭一個 question，伊一個查某問啦。伊講蝦米事你會知安怎去解決我嘅？了解，因為伊個 friend 就講啊嘛，伊講蝦米意思你，蝦米解決你？伊講你蝦米事你會知講嘅哦？你頂日帶我去迄粒山頂邊嘅，伊講嘅哦，你帶我去迄粒山頂邊嘅哦，你就知講我會釣個真係解。伊講我唔知啊，伊講我人是愛去 holiday 住叫你對我人啊，頭上射咁意思啊。then 哦，伊個 friend 個 realize 講，原來是伊這個物件係因為根頂有根頂嘅嘛。搶到啦。所以伊山幾個海，這海嘅幾條搶到可能。所以伊就問伊講，你安怎會知？安怎去啥講？你想伊是帶去，迄個是對付伊個即個接伊個 boyfriend 嘅。所以伊講咩啊？伊講迄抓起安尼款啦。伊講啦，我是釣㗎。伊講我是當然真係無力啦。伊講我當然真係無力啦。特別伊講嘅哦，伊講我也是講我空手對起啦。伊講啦，伊 owner 會幫你學嘅咋。是講請伊即個會幫你試，所以伊個 girlfriend 個就係講咯，伊講我本在你 owner 是最最，伊講你對起甲你 owner 講忙做安尼一物件了，伊講我人做嘅個了是啥halal嘅物件，無害人無，我人無驚你嘅，伊講我人無驚你嘅，伊講 OK， 伊講我無力咧，講我無力咧。所以伊講我本愛離開這邊嘅，你知道？所以到尾貴啊什麼哦，伊 boyfriend 就請伊來啦。伊 boyfriend 請伊來啊哦，頭一項物件就是問蝦米啊？伊講蝦米事我會說出來安尼臭嘅痕跡嘅。伊就知影伊 OK 嘅咯。伊講蝦米事我會說出來安尼臭嘅痕跡嘅咋？然後伊嘅 girlfriend 就甲伊講咯，伊講你知淡仔發生蝦米事喎？伊講唔知，伊講你真唔知啊？伊講真濟到就是這個物件接你先，係咪嘅了？淡仔我治了，甲伊講話就估係咪嘅了？伊 boyfriend
伊 boyfriend 無相信啊，伊講無啦，伊講我當晚是應該是小太熱啊，我來這邊坐，然後我是伊講我是干那知講我未記我當晚甲你講係咩物件，安尼講啦，然後伊 boyfriend 無相信，因為伊講伊甲伊講話時哦，伊嘅動作個了，加減甲內部安尼講啦，然後伊 boyfriend 無相信啊，伊講無啦，伊講你鬧我，你講笑啦，然後 OK 明見伊講我 proof 互你看，因為伊坐 spot 拄好啊，就是伊人嘅 stall。依邊有一個啥 CCTV 呢款呢嘛，所以加減看到，伊是較遠特別，特別看到嘅嘛，看到嘅，伊就寄迄個 CCTV 互伊嘅 boyfriend 看，伊講伊 boyfriend 係咪屬會相信伊啊？伊講因為你哦，伊講伊問我伊講，也是講 CCTV 啦，看到人索痕跡啦，伊講啦，伊演出來是係咪色嘅？我講應該是。白色哦，對，應該是白色嘅嘛。伊講迄個 CCTV 啦，伊講讓兩人白白看到啦，伊演出來可能是黑色嘅。哦，嚇，所以伊講伊 boyfriend 就係看到嗬，伊 boyfriend 相信咯。哦 ，OK， 所以這裡是這裡是about 迄個查某嘅嘛，對，伊生一個查某嘅嘛。OK， 所以這裡 girlfriend 誒 parents 有一就來這個 island 去 visit 一樣啊，這個是 before 這個物件 leave 伊 boyfriend 啦，伊嘅 parents 就來迄個 island 坐一樣啦。OK， 這個 girlfriend 嘅媽哦，有一日哦，因為養去伊嘅 store 去坐嘛，然後坐啊哦，然後養本有甲伊講過嘛，講這隔壁這個一間打波是伊人嘅 competitor 啦，แล้วก็ยัง無㗎嘛，係咪咁樣？Then 這個是下晡時啊，伊嘅 mother 哦，看到這個迄個隔壁迄個打波啦，就坐擺跪啦，跪養迄條路啦。伊 mother 就去問伊嘅查某囝啦，然後迄個查某坐了。迄個打波後尾是伊嘅波嚟哦，你知道？然後伊嘅 doctor 就看哦，伊講無啊，伊講都無人，伊人嘅嘛，伊講對，伊講是迄間人嘅，特別伊講伊一人嘅嘛，然後伊媽都就講無啦，兩人坐了，你看後尾迄間啊，是伊波是伊 girlfriend，伊講無，伊講唔是，伊講一人嘅，伊講一人嘅，伊媽都硬講，伊講。明明我看到是一個查某坐咧後尾，特別是伊媽都看到，所以安尼看咯，所以 that's why 樣在講是 confirm 講應該是像嘅咯，是像嘅咯。哇！你樣當見過做生意大邊個？有啊，still 做了啊。哦 ，still 做了，嚇，伊是 still 做了。亂出白嘢。friend 嚟講，然後有一晚有出來檳城嘛，出來檳城了，捌掉，伊有叫我講，你過來啦，過來幫哥，因為我冇去過。講出來啊，你。哎呀 ，anyway 啷知本嘅啦。actually 我唔知，你講咩我個知。So anyway 有時有講過，伊講你過來啦，你過來，then just 嚟行幾節咯，了。你冇來過本嘛？特別你特別呢件事，你再講要呢，告訴佢講啊，喂，還是你氣吹啊？時間講起，我唔知，嚇，因為我是 just 夾吹，我氣到嗰邊嘅時候，你夾妹呢？嚇，因為伊有講起嘛，伊有講古早這個 island 古早是貴咧，隔了是山巴嚟，嚇，然後伊講起，我問伊 story，伊講sorry，伊講會使，伊講我。等啦，伊講等自己，伊講我能 hang out 嘅時，我甲你講，係咪哦 ？Then 個無聊個咋，所以這個是，等陣，你兩點鐘啊？你個等哦，我講俾 split 一下。無講前一等，特別 still 有咯。你講佢哋講起，佢哋10分鐘講了。Island 嘅歷史嚇，10分鐘。我講俾 split 話數。Maybe 15 minutes。OK，唔緊，會使講係了嚇。所以伊有甲我講起伊細漢嘅事，所以迄個 island 嘅伊古早咱講let's say是20幾年前啦，10幾年前嘅，伊規個 island 是無發展嘅嘛，規個個了是
山巴嘛，山巴了伊人有啥个讲一个kampung，了有长人的，有汉仔有安尼款的嘛，也有本的嘛。So OK， 伊古早哦，伊细汉伊个10几岁时啦，伊讲10几岁时哦，伊人都真興啲kampung走出來，了家己白去山巴內面去佚佗的嘛，所以伊講伊嘅 parents 有交代過伊啦。你有人叫你招你入山巴，你袂使甲伊講話，行走對啦。了伊講，也是講你有聽到蝦米聲，你有味到蝦米味，袂使講嚇。走呢，伊講唔係去對。你知道？咪去就係去 investigate 除到底來，你可能係講嚇。特別呢，伊講有一日呢，伊講伊度入去山巴佚佗，因為伊正去成咧，伊嗰陣細漢嘅時候，伊成 outcast 咁，伊無朋友嘅咋，伊無朋友，又無人愛參與，了佢就叫bully嘅那款嘅啦。了伊講 OK， 伊嘛入去山巴哦，家己佚佗。然後伊講伊有一日條，伊去到一個位哦，伊迄邊有一個江嘅啦。了迄個伊啲江嘅伊嘛掠魚嘅，伊講一直會聽到係真正濟人嘅聲啦。伊講有人笑，有人講話了，有人佚佗咧公幫啊。伊講伊聽到啦，然後伊講可能教英嘅時，你可能砰。特別呢，伊講迄個山巴呢是無人嘅啦，是無人嘅啦。特別伊度對迄個聲，伊講伊奇怪嘛，伊對，伊講伊一路行嘅時候，伊味到真正香嘅，人kenduri，kenduri食嘅kenduri煮嘅物件，伊講真正香，伊講伊味到，伊講伊頭哇搖啊，伊講特別看去看無物件啦，伊講伊就對咯，一路對啊！伊講伊明明是聽到講 ，maybe 是個20 meter、30 meter 個安尼款嘅啦。但係伊講明明是聽到真濟人，了有人拍迄個公幫啊，咁樣啦。了我講迄個是唔是算是半年啊？伊講是，伊對伊家伊嘛，伊講伊講嘅時候，嚇？是講半年就係 repeat。哇啦！哦，我都係講係我半年，伊是無詳細介意有kenduri。所以我問我講，這是唔是算是半年？伊講是，伊講伊對佢伊介嘛講嘅時，伊嘛有介講，伊講你聽到蝦米嘅咧 OK， 特別伊講你莫去介人講話就對，然後你看到蝦米你莫去對，然後你對你就是入到伊人嘅阿諗嘅，伊講你是無彈出來嘅，頭噴氣嘅。伊講蝦米事啊？因為有安尼款嘅物件發生過，伊講伊人會講有安尼款嘅物件發生過，佇內面有人入去山巴內面，never to be found again， 頭無去過啦。哦，係是。伊講有安尼款嘅 case 過，安尼款咯，這是 one of it，伊細漢嘅事啦。了我甲你講，伊細漢嘅事，以前啊。無類嘅嘛，係啊。你係講 nearby 迄邊嘅哦，伊講佫有一個 island 個啦。伊講特別這個 island 呢，伊講嘅無人會去嘅，因為伊講這個 island 是 belong to 伊人唔知咩 Perak 嘅咩用迄個 VVIP 安尼款嘅人啊，伊人對伊人大粒啦，是伊人嘅 island 嚟，所以伊迄邊呢伊有去一間真大間嘅啥個迄個啥個。bungalow 還是 castle 啥真大間嘅講，無講真濟人在係個 island， 所以伊講伊古早伊10幾歲時哦，伊講伊嘅朋友就招伊，甲伊講有一個人嘅哦，伊講嘅哦，叫伊找嘅一個人，了過去迄個 island 去扣迄個 island 內面去掃伊個伊嘅迄個。dry leaf 啊，係咪有啥吸進去伊外口嘅迄個 garden， 迄個 island 嘅迄個厝外口嘅位，你知道？了伊講特別呢，伊嘅本有交代過伊嘛，講迄個 island 袂使去嘅，因為迄個是你無迄種嘅啥VVIP 啊，是 royalty 啊，係咪你袂使去迄個 island 啊？特別伊講，伊 friend 講免緊嘅，伊講即個是我人去 QQ 呢，唔是講
去阿亂想去佚佗 OK， 因為伊人叫我人過去嘅嘛。嚇，所以伊嘛過去咯嚇。伊講伊一曲有啊個半日咯，但係是早起 maybe 10點嚟講起啦，曲加 maybe 1點幾2點咯。特別哦，伊講嘅哦，伊講唔知啦，伊講嘅啦嚇，咱 just 聽啦。伊講我過去明明是幾點鐘，伊講地少3點鐘嘅。特別哦，伊講伊係迄個 island 一曲了嘅物件嘅哦，9點嘅哦。成到最準出來嘅時候，伊 realize 講嘅哦，伊 actually 喺迄個 island 裏邊啦，大概10多分鐘嘅。哦，伊個無像嘅，伊個 time 嘅，迄個 spectrum。所以伊講伊都奇怪咯，伊看安怎明明是曲較字爾久嘅嘛，特別講安怎出來時幾個字爾。then 伊個 friend 本感覺就講對是奇怪，特別伊唔是time過去。咯，所以 second time 伊人個再過去，個再去曲物件嘅了咗曲了咗，伊講第一個例子係咩啊？伊講一刀咗，人拄着一群人，迄群人嘅哦，甲人講嘅哦，查每樣啦，亂過來一邊做下咩物件，了人講我人曲咯，我人曲即個下面嘅了咯，了迄個人甲講咩咋？你袂使走 from 即個 island 啦。你袂使走，我無互你轉。哦，你驚嘛？嚇！伊講伊看到一個人出來，甲伊講你袂使走，當今你着佇一邊，你着大一邊嘅。了，伊樣就驚嘛，了樣就講咯，哦，追，叫我過來求誒，了互我人來叫我人來求誒。講咧哦，伊講係哦，迄個人甲伊講 ，OK， 你求走，你求了哦，你轉啊，咪個再過來啊。哦，嚇，所以。伊講伊家己 experience 樣嘅是有過安尼款嘅物件，是安尼款咯。爽啊！我覺得你去做 homework 好玩啊！故意告訴我。所以我感覺就講伊嘅 story 真係 interesting。係啦，你講講，你未嚟正講我告訴。冇，就所以我袂使蝦米，因為蝦米數啊，迄個 island 真細啊。哦，人在去啊，人嚟在是。嚇，因迄邊是像你捌我捌你，人家己 resident 迄邊啦。嚇，嚟講咯。哎呀，冇記。啊，你嗰特別嚟到對講 ，because 你故事真好聽。嚇，我鬼聽下你個。即個哦，對，我袂記講，伊就是講嘅哦，我你記講迄個伊個 island 嘅啊，我袂記講隻物件，就是伊吹咧無毛嘅時候，了伊有講伊個迄個條件啦是蝦米嘛？伊講伊家無毛講，伊 just 愛啥 cherry recipe 呢嘛，愛趁類來過節嘛，了。嚇！了伊 after 迄個 agreement 了，了伊問伊無毛，伊問伊講，了我有蝦米物件會做啥，會to contribute 啦，會做啦。所以伊無毛甲伊講咩？伊講伊講你 every month 哦，你賺了嘅鐳哦，你 settle 了甲了物件哦，你存嘅鐳啦，儲在你自家啦，你 donate 迄個鐳去讓迄邊有一個 mosque 嘛。伊講嚇，你 every month，你 up to 你咯。伊講你賺濟，你咪學濟咯；你賺少，你咪學少咯。伊講看你心咯，所以伊講要緊你 every month 你愛學嚇，學迄邊嘅 mosque 啊嚇，安尼看咯，所以伊照聽咯，所以 every month 伊 just 學嚇安尼看咯。哦，嚇！哇 ，interesting。哇！感謝你真係講一個，你唔是攞呢排，你較早唔是攞佢啫，你較早一道你冇來過啊，走去本。頂一道。對，亂講無聊個嘛。我會記得，但亂講嘅一年話，maybe one double，maybe 我是 double 伊嘅一個 topic 嘅，你會笑嘅係哦，是唔是會笑嘅？對，應該是12點幾啊，我看下。對，個無聊了 ，after that，我講攞做咗攞出去，你會笑 episode 做咗攞出去，我記。
OK，把緊感謝啊，你那是有機會咧，個聽別你故事咧，實都對人甲我人講你幾個故事個，然後感謝大家，即係禮拜講個一邊性啊嚇，然後有閒嘅事咧，過來對來聽我無相嘅話題啦嚇，你若是要聽幾個故事咧，就當一個月咧是講一擺幾個故事咯，感謝咁好驚，然後感謝各位聽將 Clubhouse 嘅朋友，咁咧安尼一 Clubhouse 安尼一人喎，你看安尼一人聽。今日是迄個喎，你看今日 anniversary 喎是被插河嘿哈哈，離婚。插河誒！我喺苦了不好都做車去嗰度。我未講插河粉喎，插離婚嘅 anniversary 喎。個一定個一兩個。個聽過。凱哈，凱倫。凱倫。哇，恭喜哦！我是插離婚，唔是插河粉，插離婚。我想都去香港啊，咪做插河粉嚟。插河嘅，你是插河粉嘅。插離婚，恭喜哪年啊？哪年了？哇！沒有。好啦，嗰時候講你揸過話扮句話嘅喎，我哋話靠。扮啦，我只只就十個，應該我是 Android 嘛，唔帶用 iPhone 嘅，隔離哦，對。我想講你再成句話嘅喎。OK， 感謝恭喜發財啊！不論，哪年啊，本來學見 Clubhouse 那是啷是有聽本來學見人，還是 YouTube 嘅人唔捌在參我人嘅 Clubhouse 咧，會請你來參加我人 Clubhouse 是講你比較 join 嚟講，actually 你 download Clubhouse 是隨本來學見就隨掉啦。感謝各位聽眾收睇，禮拜再見，拜。